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日下暗的活动，台语三拢有。这个活动吼，咱来看台语三拢有，伊就是一个专门用台语吼来和大家开讲、讲世事吼，讲一寡议题一个沙龙吼。所以这是伫目前台湾做这个活动内底吼，我感觉就罕你看嘅一个活动，邀请大家做伙来讲台语吼。啊，今日这个台语沙龙会主办单位是立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吼，啊，佮有这个场所是咱台教联所提供的。另外就是，今日这场活动吼较特别，就是对今年开始吼，立港区基金会和咱前卫出版社这边的有一个定期的活动，就是讲，若是这个活动有邀请到前卫的作者吼，咱就是会有一个交流合作的一个特别的 special 的计划吼。所以今仔日这场活动，若是主办单位最特别的吼，咱就是足侪单位大家做伙来，那种共襄盛举啦吼。啊，另外吼，咱嘛邀请到咱今日的演讲者最大咖的吼，非常之大咖吼。咱首先欢迎咱今日的主讲者郭恒老师。通常这种家己的报名报到编辑的活动吼，迄个演讲者可免我特别来介绍吼。毋过今日嘛是爱首先吼，就是爱来讲到今日是来邀请到吴恒老师来吼。除了吴恒老师伊长期是咧做即个台湾民俗、佮民间戏剧的一寡研究吼，伊毋是专家，而是大家吼、大家吼。啊，另外嘛是讲。吴恒老师最近嘛拄好出伊的两本最重要的即个论文集，吼，一本是叫做《大庙埕》，一本是叫做《戏边卡》，吼，拄好来讲到台湾民俗佮有传统戏剧的研究，吼，集大成，伫即两本册内底。毋过较歹势的是吼，因为今日原本现成的有册互大家参考，但是拄好拄着风台，所以即个册搁哩努力。啊，就上来，所以今日就是咱这本就是老师的上新的这个著作吼，就是这套册吼，是由咱的迄个丰饶文化出版社出的啊，由咱前卫来代理，所以今日有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咱有提供老师上新的这个著作的资讯，互大家参考吼。若是带大家有想要注文的，当就是来遮吼，像咱前卫的这个同事吼，来找咱指教，好，所以今日就是。刚胸好一个，吼，先煞甲大家介绍吴恒老师总算大家，咱讲等啊一步久吼，老师就无用咧，一感觉咧走电影啊，然后走一寡活动，讲后个月叫要出国去演讲啊，即场今日真正是超几步，真无简单，才超着即场。伫伊出国之前，佮拄好搭着伊新册出版的即个时阵，吼，所以咱今日就是真欢喜，即个机会拄好邀请到吴恒老师来和咱分享伊对台湾民间。即个民俗传统文化一寡长期的研究，吼，咱就是今日即两点钟的时间，吼，就请老师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吼，所以咱即马将时间交互吴恒老师。各位先生进入吼，所以今仔日照聊天吼，应该是风太给恁吹来啦吼。好，那我今日要讲的题目呢是这个台湾民俗吼啊，我想在座真侪人吼，拢已经捌听过，是听即摆是听足侪届，吼，所以今日最主要是要来讨论一次。好，那要讲台湾民俗以前吼，咱问我民俗有啥款？这有算民俗无？全世界我台湾有这个，对无？啊，这是毋是民俗？问明白。即全世界嘛，无一个国家的民俗，三更半夜走无我讲要得明白，对无？我勇敢的台湾人知安尼嘛？嘿，跳车弄着要甲扶，你莫甲扶，你看我这个姿势真鬼无？嘿，啊，所有民俗是安尼，民俗呢是民众，咱讲吼生活公约啦，生活公约吼，共同遵守一寡规矩啦，吼，比如咱台湾人订婚就是爱送大饼嘛，吼，啊那外国人无是送大饼，就送巧克力啦，吼，啊讲当时我是营养。吼，啊，所以大家拢安尼做，吼。那咱定咧讲，句讲入境随俗，去到这个所在，就要对这个所在方向，吼。讲去讨海人的厝，鱼面厝的食鱼啊，鱼袂使共冰冰咧，啊无安怎？冰出啦，你有相信无？无相信啊！我敢若要变会使无？会啊，你翻鱼，他翻脸啊，就这样。吼啊，讲戏班吼，报着戏班，国仔戏班拢袂使讲字，袂使讲蛇，你讲啥？溜。讲溜还是讲 snake？ 因为蛇听无英语，袂使讲字。
吼，啊讲吼，新郎新娘袂使食家己大饼，捌听过？大家己大饼家己伫咧食，会安怎？翻唱哦，无迄严重，毋知，遮尔简单诶，毋知啊，会变胖，包资料。食家己大饼吼，面上解说讲会甲家己诶福气食了，吃掉自己的福气啦，安尼。好，过来结婚的时候，请人去啊，请假食咱一般先离开，袂使一共食人教教，食人教教表示恁一家伙做过婚的，倒一个菜出来都会走。鱼啊，所以咱鱼啊拢用咧放咧尾啊，你毋通第一个菜就鱼啊，泡了免食啊，安尼，吼啊，527吼，袂使送人规罐肉粽，外规罐肉粽送人是表示引导死人，嘿，啊，若有朋友送8家宴会，送你规罐肉粽要安怎？甲加掉就是规罐的嘛，无互伊10块嘛，我甲你买，袂使送毛巾，咱台湾送毛巾就是引导安怎啦？哦，嘿，啊，过来参加告别是袂使讲再见啦。啊，讲再见就是一个死无共的死来打。哦，啊，这不管你有相信啊无相信，你拢爱遵守。哦，这无什么道理啊，就是你爱遵守。哦，啊，面上咧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吼，普遍性，就讲大家拢安尼做，大家拢安尼做叫面上。哦，所以讲约定俗成啦。默契上的约定，迄是一个集体行为，一个人做毋是叫做面上。哦，一个人做毋是面上香。比如讲，阮爱送伊透早起时会伫遐哀叫嗷呜，安尼是毋是面相？毋是这个小查甫，吼，大家拢爱做这个面相。伊是共同遵守一寡规范，比如讲咱台湾人吼，囡仔拍着惊要安怎？收惊，袂送个病院，就是收惊，先生妈收惊。若做回来要食啥？麻油鸡手啊，对无？无可能就是食麻油鸡手啊，这就是咱的普遍性。伊有普遍性，但是伊无强制性。527摆食肉粽，咱袂使，会啊，咱袂使，对无？过年我买互囡仔电影钱会使无？但是可能恁囝会避免着有影，对无？嘿，结婚若搬厝，我买选看日敢袂使？会啊，咱袂使，所以呢，伊无强制性，但是呢，你大家拢安尼做，就是你上好是安尼做，你莫甲人无共，与众不同，天公生要拜妈祖，什么中秋节我要放肉粽。久了人带你去看医生，迄叫社会行为异常，就笑艺术啦，安尼，所以大家拢安尼做，你就安尼做。民俗第二个特色呢，就讲伊是传承的，代代相传，文献无记载，法律无规定，课本嘛无甲你教，但是咱大家拢知影，比如讲，袂使用手机话，无会安怎？课本顶广告啥？无咧，恁会知？恁阿嬷讲，恁阿嬷哪会知？伊阿嬷讲，伊阿嬷讲，用阿嬷讲的嘛，对无？讲囡仔袂使食鸡脚，无会安怎？要抱歉，对无？迄是因为恁母家己爱食，就讲囡仔无食，对无？红包袂使包起来，对无？所以咱红包一定是包垃圾啦，香的咱袂使包起来，法律有规定，无咧。但是咱包红包就是袂包起数，就是安尼啦。这就是面相。那面相第三个，这个就是咧。改变，也随着时代改变，真侪民俗的习团会为增加、为简化。比如讲，清明节较早拄仔在讲就讲药王粿，即下无咧药，无咧，即下无咧药王粿啊吼。嘿，讲吼，较早讲爱527咧食5时水啦，即下讲咧食，有真少人咧食。咱即摆拢啉矿泉水，嘿，较早拄着日食月食，咱讲话伊个天高食贵，天高食是咱就。讲落拍落讲古安尼啦，即摆你若拄着月食日食点敲锣打鼓，人就讲你笑的嘛，对无？所以这拢咧改变当中。以前生日食猪虾米什么，即摆食蛋糕，对无？嘿，所以拜祖先咱的烧金纸，即摆无一定爱烧金纸，即摆讲烧信用卡，烧信用卡了，搁烧金纸咩？嘛是爱啊，无到时你祖先就变空，你知吼？嘿。到时月底接着孝单，讲恁若做订购，你啊刷卡阮市，看你要安怎落。嘿，即嘛每年烧信用卡，有烧美金1个100大额，这钱票啦，嘿，烧钱票了，搁烧金纸咩？嘛是爱啊，无你到时变做空头钱票，半暝恁若做落来找你啊，对吧？讲你家己装少，顶完写200都叫领无，嘿，安尼，烧物件愈来愈奇怪，较早。
人过往咱的松树，咱的烧纸、树纸、马纸钓的无？即摆无人咧烧马甲钓啊啦，即摆烧啥？马子。即摆佫烧BMW，啊，佫有你看，一条世界专利啊，即问题是安尼，你即摆烧这 BMW 互恁阿祖，恁阿祖敢袂使车？啊，车司机哦，这个司机啊，哦，司机吼，啊，你有遵守咧伊烧无？嘿，啊，迄司机啊，你有逐个月烧薪水互伊无？嘿，啊无伊会罢工咧，嘿，伊迄个句哦，讲你违反伊烧原则吼，安尼，啊，即摆有烧手机啊，嘿，烧一个吼，恁阿祖你就不时间联络，啊，若这边你就惊死，吼，啊，烧麻将机啊，嘿，三骹欠一骹，即摆咧等你，吼，嘿，啊，佫有烧电脑的，嘿，所以你免烦恼讲遐，啊，遐毋知有网站无咱嘛毋知，吼，安尼啊，烧愈物件愈来愈奇怪，所以烧的物件改变，就是观念不变咯，对无？好，那民俗第4个特色呢？自发性。自发性就讲，所有的民俗拢是啦，民众家己自愿啊去做，毋是政府发起的哦，嘿，政府发起的叫义文活动，哦，啊那即个民众自发性才是民俗，毋是政府规定的。你怎么看？这是啊，大家妈祖进入嘛，啊，咱真济在座的即个咱朋友拢捌行过，拢捌行过啦，吼，嘿，啊，大家妈祖进香，即个参加进香呢？真侪拢是乌巴桑，谁人去参加进香？毋是为了要减肥，知无？拢为了别人，拢为了别人。即个阿嬷住方圆，因后生20几年前要考会计师，伊囝大家嘛下愿，阮囝若考掉会计师，我一世人都咧行。因囝考掉，到即摆都咧行，用一世人来下愿咯。啊，佫有一个住永靖，因查某囝发生车祸，因老爸去甲妈祖下愿。阮查某囝互清醒起来，我做包迄个轮饼包50年，用50年来下愿，你知道？拢为了别人，迄查某人做袂到，查某人用伊骹来救啦。吼，囝儿时代真大，因母啊吼，用行的方式来替伊救。啊无因后生要考研究所，因后生要考会计师，因母啊啷创啊？帮不上忙呢，只有用机会啦，吼安尼啦，嘿啊，所以呢，第一马祖真样是你看到每一个人背后拢有故事。每一个乌巴桑的背后拢有故事，行到工会忝，对啊，毋是忝，是忝到要靠背，真忝呢。特别是今年完全无落雨，你知道？迄日头外偌大，你知道？行到工呢，嘿，行到工，嘿，每一个妈妈的背后拢有故事，为了后生，为了囝儿时势，为了家己红晒身体，大家拢为了别人，无一个为家己的。吼，所以呢，伫内底真侪物件好感动，有一个物件好感动。政府办的活动内底无感动啦，这内底就是感动，嘿，行到工爱通安尼偌济，无钱的，你要捐，去香火钱的，添香啊，吼，所以因永远拢是安尼，吼，你看觅，这是因为因妈妈着感情啦，因妈妈着感情，然后开始甲妈祖下愿对行，派妈祖行安尼啦，拢是这个故事呢，每一年拢有发生，吼。啊，每一个故事拢真感动，啊，这是当然就是宣扬家己理念，欢喜相做迄吼福茂的，啊，这欢乐的啦，吼，嘛去行，上叫去行，伊家己去行啊，咱无甲逼吧，对无？嘿，啊，这人啊，拢袂中国老跑，这阿嬷会去头前车的，袂你放心，你若看到头前车，拢我学生，啊，若下愿拢袂，真正迄阿嬷行到无法度行哦，骹肿者痛趴。无法度行，伊佫跋杯问妈祖，问妈祖讲我骹疼，你偌济车，我跋看觅，跋了佫靠背佫袂飞啊，跋无飞要怎？继续行，伊袂去头一车，就是安尼。哦，所以内底有真侪感动的故事。讲起无讲，大家拢自愿的，真男友真女友吧，嘿，嘛有啊。所以你若嫁袂出去，你就明年就菜一个牌啊。嘿，安尼啦，你要看啊，这是被逼参加的，我的学生，嘿，是，嘿，我的学生是大家拢爱行，一年啊就会先行9工，你若无行9工，我绝对给你死断。毋是强迫你信妈祖，是要互你去体会，互你去拄着遐个人。嘿，你若你爱看电视，你永远袂拄着迄个野手野阿嬷，你永远拄袂着迄个方圆为因后生行20年迄个阿嬷，拢拄袂着。你在迄落去行的时阵，你才听着迄个故事，哦，看着遐感动的故事，啊，佫拄着迄款困在人之中传教士，嘿嘛有啊。
遐人上济迄落咧分传单啊，信上帝得永生啊，对无？啊，即台吼，即台是今年的啦。今年迄落大家嘛入新港的时吼，即台车拄咧对迄个妈祖大桥后壁，啊，伫个沿路底下画信上帝得永生，嘿，啊，你们要悔改，嘿安尼，嘿，啊，民众也不要紧嘞，嘿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对无？就听伊传福音啊，对无？嘿啊。我约好话讲啊无吼，我进香所再来去做礼拜。所以台湾这宗教包容性非常的大啊，吼安尼啦，吼啊，佮有你拢发现讲社会愈不安，政治愈动乱，经济愈歹，参歹人愈济，毋是愈少是愈济，因为不安的心真济，所以大家拢会透过宗教活动来找咧心灵安定，吼安尼。啊，进香期间，嘿，啊要来生活，爱怎运动啊袂？袂，吼。我先甲你警告，你若是为着减肥去行妈祖进香，千万莫去，因为可能会搁较肥。嘿，迄一个早饭啊食4、5摆，啊你若讲我食饱袂使咧，一直甲你诱你啊，搁来食一个啦。嘿，宵夜可能爱食几个10个，嘿安尼，哦，这啥物物件行甲看到妈祖了，人变得免费，有看无？嘿，本来小笼包一个80块，啊看到妈祖就随扣一个免费，吼，在你食安尼，拢免费啊，你看觅，这做炒粿，原种一个钟头。剩500几号，啊，500几号做6000几条炒粿，迄炒粿若无食，我要安怎落？恁厝的交1000块，你爱出一个人来斗做粿哦，啊，爱出一个人来斗分粿，啊无到时有钱无粿啊，对无？吼，啊，所以呢，这个妈祖经过的时阵，规庄头总动员开始遐分粿，吼，你若只要是人经过都食我炒粿，你爱食我炒粿，你无个食袂煞你哦。无甲食伊就大腿甲你喷入来遐破，嘿，啊你无想我开车无代志，我开车底下过无代志，然后徛喺路中甲你炸，你毋食我炒粿，为你甲咬我死啊！嘿，看你要食粿，要甲咬我死，嘿，安尼，了解，粿做好了，烘个炒粿一直甲你对啊，偌烦你知道？食粿安尼，嘿，啊，这吼，迄顶市面啊，这吼，乌鱼啤酒，吼，啊炒面，这拢是免费供应，沿路啦，每一个钟头，你无论你经过倒位啊。拢会拄到遮，哦，这泰国板啊啦，这椰子啊，头仔都甲你洗好好，搁迄地拢甲你处理掉啊，哦，啊，甲你装一地安尼，啊，这番麦啦，嘿，番麦听讲吼，番麦迄落60天上解好食，伊就妈祖要到前60天开始种，妈祖到迄天倒地60天，伊就开始采收番麦，甲你撒番麦，皮甲你掰好啊，过来连手哦，嘛甲你处理好啊，顶完搁甲你抹上盐水，啊，你有甘心无？嘿。这妈祖要食的，会使喷农药啊？袂使，袂使。妈祖要食袂使喷农药，啊，若要卖呢？啊，你爱喷啊？嘿，你炒偌济你知无？嘿，这拢免费的。啊，这现场研磨咖啡，因为迄3合1无人要啉，哦，所以即摆大家拢变即种。嘿，啊，西瓜啊，连冰两嘛免费啦。哦，你看有几份啊？无？哦，嘿，啊，佫你看，这叫土路，你知吼？嘿，了是无？每一年拢开始只土路安尼啦，啊，顶食免惊，你看嘛？最后袂，我袂甲你讲，你甲我信对吧？你阮食西瓜尔。啊，你捌食西瓜尔，安尼你可能无够坚持。这是罗阳国小对面。哦。嘿，罗阳，嘿，罗阳是你迄个中华，导院路一带，嘿，报道吧，嘿，报道一带，嘿，好。明年毋通叫我打请我，你讲无？嘿，啊，迄个暗时啊，定是做公益蛮牛甲玻璃那边，哦，这吼明仔载开大家拢来传好，嘿，安尼，好，啊，咱平时拢教囡仔讲袂使食陌生人的东西对无？嘿，你有甲囡仔讲，迄青人话你物件食袂使食对无？啊，这全部拢青云人，你知？诶，这人你拢毋捌呢，拢互全世界讲有即款代志，要请人客，迄办了流水席啊，你要请人客，啊，你要请啥讲毋知啊？啊！你遐食好，食甲足欢喜，要走上车伊嘛毋知。人客甲主人互相无熟悉，挂一摊尔，对无？吼，足奇怪吼，安尼。好，啊，佫吼，不要紧，今日听个免费酸痛贴布，正光金丝膏啦，吼，这吼，因落去分好梅啊，是吧？分梅啊，啊，这分雨伞的，雨伞毋是雨花，吼，啊，这分千拖的，吼，因落去遐分啦，嘿，这拢你路去看，嘿，啊。然后甲骹部旁边边有人去你迄落跳水泡，
行了行袂去也袂紧，沿路拢是捡尸车，捡尸车的后壁来载，再去头就该放落，如果跟后壁佫继续载啊，毋是一台是一堆哦，你看卖，这是比较多马祖的，你看卖，别称的请上车，这边宝贝啊，这边宝贝，这你著分你袂使，分你就袂分，安尼啊，上叫安尼做。伊家己愿意的啊，对，伊自发性，这毋是人叫伊安尼做嘛，对无？上厕所咩？即台车后沿路拢会对，拢伫迄落进行看的小老伯啊，伫啊，沿路倒你行安尼啦，这嘛拢义务的啊，好，暗时啊要倒洗身躯，沿路民众甲你招就讲，你要来阮兜洗身躯无？平时要熟悉人叫你引导洗身躯你洗落，我这段时间会使尔，你看卖。洗身躯以外吼，佮提供什么沐浴乳啦、吹风机啦，有无？洗好了吼，黑猫宅急便免费甲你寄转到厝，所以你啥拢免知，你是靠人记落啊，你知无？食的、大的，你免啥，沿路拢人讲因的，安尼，即嘛共款，咱要住倒位，嘛是共款，咱沿路民众甲你提供你大的，甲你招讲要来阮兜困无？即困咧倒位，公共厕所啊，即哦。人民家客厅，因为人甲你招要来阮兜困无？我的学生去人兜困，人佫迄阿婆佫替伊洗衫，佫替伊煮早饭，你看过无？佫讲明年一定要佫来哦，而且无去嘛袂使啊，对无？安尼啦，即吼困咧庙的啦，困咧公园啦，困咧迄落车顶的啦，尸横遍野，你知道吗？安尼啊，大家拢安尼啊，平时来讲，即阵人要去恁兜困，我看你会惊死，对无？人就你因兜困，你嘛毋敢去啊！我即段时间会使，对无？安尼，好，这是自发性的力量，民众自发性的。民众第一个特性，区域性，每一个所在民众拢无共，所以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啦，咱即摆上严重就讲，定定以中国的民众来解说台湾，规个拢毋对了特别台湾就好，每一个所在拢无共，金纸就好啊，台北的金纸佮宜兰就无共的，知道无？就无共啊，所以你若烧金纸吼，你的祖先伊若走去宜兰，伊就变做慈尾草，因为无共爱去兑现，安尼，迄落北部吼，咱北部地区呐，新娘出门是会举乌布伞，若南部咧，地摊，南部中部上水，有人到中部无？真济，中部是安尼，有安怎的乌布伞，若清白加地摊，对，真正咧。所以一出来，拢会看到这个有安怎，迄个有安怎。所以若住中部，你的心会较坚定，无到是一目了，安尼。好，当年菜嘛共款啊，咱台北嘛食当年菜，咱的当年菜是挂菜。南部毋是啊，南部是梅林啊，对无？梅林啊，而且讲迄筋袂使甲切落长，要食的是米灶吞进土落，米灶吞，再两尾受对无？加菜是培养啊，挂菜我看你外口推。安尼，好，所以咱台湾是一个多元海洋的国家，所以台湾的文化是非常多元啦，所以非常多元。咱的文化内底有原住民文化，包括高山族甲北部的文化。咱台湾的地方名，差不多90%几拢全部来自北部的地方名嘛，大龙帮啦、塔塔腰啦，对无？什么秀朗这个叫啥？中部嘛，秀朗啦，这拢是啊，淀粉内底咱走槟榔有无？这嘛是北部做的风俗啊，过来嘛荷兰西班牙的文化，咱讲红门头对无？红门剪、荷兰刀对无？咱讲恁厝的恁产地几家对无？咱讲恁兜几平保养是安尼，咱讲平方米啊，咱讲几平啊，对无？这拢是荷兰的，嘛有汉人的文化，中国文化嘛是咱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啊，所以实在是无需要去中国化啦，因为中国文化是我们台湾文化的一部分，伊是咱的高档之一，伊是咱的高档之一好，过来有日本文化，较早有什么招财猫，对无？什么神教，这种神教迄就是日本式的啊，好，过来欧美的文化，什么迄个圣诞节就爱寄卡片，看到流星的时阵爱下愿，对无？讲我说 Lucky Star， 台湾的是呢，台湾看到流星第一名无？毋
是扫帚车，扫帚车是血型，叫做绕塞车。绕塞你看到绕塞车会衰，你知吼？啊，叫硬硬的嘿。所以有人是啊，讲幸运吼，紧起大安尼。即你看武功的文化拢伫即个所在汇集啦。哦，所以咱台湾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武功的族群的文化拢伫遮。哦，因为安尼咧，各地都有伊的民俗的特色。哦，咱若想到冰溪，咱就想到天津嘛，嘿，若想到咸水，你就想到芳仔炮，嘿，即几最近阮定都有这个问题，这个文化资产啦，人诶当然咧放炮啊啥，一定对环境有污染，所以真侪民众会去报案，你知吼？会去报案，嘿，但是我咧想讲，若这盐水没有风炮，就只剩下盐水而已啦。对吧？所以阮要求讲要有文化资产的特例，就讲迄间迄个所在会使放炮，若无你想看觅，台东没有造邯郸爷，毋剩台东尔，无邯郸爷，对吧？就是安尼好，佫有东港迎红消防船，今年就要烧啊，11月初2，3年一届，你今年若无期，要等3年，安尼，到时你迄个民众讲堂讲过啦，佫来台东迎新红嘛。对无？对，头城、唱歌，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特色啊，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特色。不止每一个所在有伊的民俗特色，每一个武功的族群嘛有伊的民俗特色。汉人咧过年，阿美族无咧过年，阿美族是啥啊？丰年节啊，对无？即摆开始啊，你台东一直到花莲，规个暑假你任何一工月拢会拄着。即个丰年祭庆祝丰收，若达悟族。归一季对无？若塞夏族海林祭，飙车族先加祭再公祭，北部族天母夜祭即个每一个族群拢有家己无共的即个客家的义民祭对无？义民，所以咧即个每一个族群有伊家己的特色，即个民俗的形成拢有伊的道理。袂讲无代无志形成，民俗形成都无成为特殊的历史事件是社会危险。比如咱台湾真侪人去拜妈祖，台湾的妈祖那只红，因为恁的祖先拢是长山过台湾，长山过台湾，心肝去归元啊。你来你大陆有钱有势有产有地有保有兄，你就袂来台湾嘛。拢是一箍利对无？罗汉卡再来台湾，来台湾是坐长荣华航，真是来妈祖海神。台湾的王爷是了解在这里，王爷是瘟神，瘟疫之神瘟疫的意咩讲？有这对，就厉害，口蹄疫的意咩讲？有 DJ 禽流感呢，肠病毒呢，有吸那这啦，较早台湾人发生着这，若着这就造成集体死亡，对无？你看疟疾、马拉米亚，对无？是讲什么霍乱，即摆着这拢死足侪人的，咱惊吓，要安怎拜瘟神？请瘟神甲瘟疫上灶，要安怎上灶？烧王船王船甲上灶安尼，所以王爷信仰伊的配合就是台湾过去定着这，过来西洋台湾节，手会慢要到。因为寒风元年将转命，死足侪人，所以系超度普渡，所以加阳台湾节，口有含水庄，这叫水庄，你啊看用安尼个洗，这是道光25年，因为发生海啸，一暗之间淹死7000几个人，所以爱家己看起来，若无伊会永远伫地下遐受苦，咱台湾哪会无咧看水庄？咱就无法想这个家己是要看啥，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民俗背后拢伊的历史背景，袂讲无代无志形成，这个民俗咧，拢是经过长期累积、普遍认同才形成的，所以豆豆人定你讲心理人无善，有理就无昧，迄你阿妈定讲嘛，一个民俗的形成，大家拢遵守一定有的道理，所以黑格尔讲嘛，凡是存在都是合理的啦，存在就是合理，不合理也不会存在。安尼，这个人干杂营养比例小点，不要能够贱。以前同我做系主任，我现在无法度做，因为我见输人家。这个人都靠买票再选掉伊，
伊就是靠买票，对，叫你去买，你搁袂晓买，我你讲，嘿，吼，所以合理无一定合法啦，嘿，吼，所以呢，真侪面销是因为人民的需要，吼，因为需要，人讲解运，各有相信运的概念无？即几年经济无好，真侪人去解运啊，不止解运，连命拢解掉，你相信无？嘿，我毋知运的概念无，我毋知，但是啥物去解运？本来面甲袂去解运，讲我运来最好，你后解我吧，无可能啊！一个人需要去解运，你行啦，挖山山帮挖壁壁倒，挖地条起地好，挖大遐起大数，对无？水到最高级啊，对无？水到最高级要加 EST 嘛，叫水死的。所以敢若啥人在去解运嘛？我学生吼要考教师证试，即摆老师就歹考，去考5年考无掉，你讲爱解运了未？爱，一定爱解运。运解了后，充满自信，相信出来。你若无解，伊就对家己完全无信心，就是安尼。哦，改变心情尔嘛。安泰水你安啥？安心。安心尔嘛，对无？系啊，安泰水就安心吗？还太岁就是还着你阿嬷。你若还太岁无去安太岁，你阿嬷会死死念啊，对无？就是安尼。安一个太岁，还你母也心安，就是安尼尔嘛。哦，就是安尼，所以。有没有太岁讲讲我嘛唔知呢，安尼，啊，送肉粽，中华堂留言送肉粽，讲人钓到就爱甲送肉粽对无？嘿，敢真诶，我嘛唔知，送肉粽你送啥？送走迄不安甲恐惧嘛，即个所在有人伫遐钓了啊，对吧？钓迄个，你这大楼你买要大换，后摆你来对想着讲遮有人钓迄，你会感觉？对啊，啊，咱透过一个仪式叫送肉粽。代表讲已经家己送走啊，咱大家再安心嘛，就是安尼尔。哦，啊，无到底送走无，我嘛毋知呢，我嘛看袂着啊，对无？嘿，所以呢，即真侪拢是因为需要，因为需要安抚心理。啊，即个面上呢，伊有一寡社会功能，吼，即个社会功能毋是法律会当去取代，所以呢，第一社会功能讲面上你保法律来保障，面上无一定遵守法令，但是拢有遵守面上。嘿，吼，咱国民吼应该诚实报税。贵行你两个诚实报税，下在诚实报税，对不？哎，啊，迄个机车爱2段式左转，恁有遵守无？无来看警察哦，若有咱就来遵守，啊，若无就直接家己过，对不？啊，迄个迄个过年当厝的位咯，有吼，啊有去扫无？有吼，中原有普渡，会啊，即大部分人拢遵守，啊搬厝啦，结婚会去看日无？会啊，对，就是安尼。所以大部分人遵守民俗，无一定遵守法律。所以呢，咱用民俗来制定社会规范，吼，比如较早的方式，死查某扛咧带，死查某会当外家来，查某死扛咧带，查某死爱当外家来，看过了再使入无？要看啥？对啊，因为较早男女社会无平等嘛，查某人结婚伊找先来死，爱去看卖，外家爱去看卖，是毋是去用苦斗，吼，去用家暴？哦，啊，这是较早男女社会无平等的是，这个民俗是必要的。啊，即摆当然就无必要。即摆你若莫甲恁人拍死，我就感觉你超无平等，对无？嘿，但是过去男女社会无平等是，这个民俗是必要的哦，对无？无迄查某人毋知影死，是叫拍死，叫啥拢毋知嘛。哦，咱讲天顶天公，地下保护公，结婚的是保护一个大位嘛，对无？啊，现在是保护。咱的新人内底上大的是保护，现在毋是阿叔阿伯。阿叔甲阿伯，迄甲恁老爸共讲的啦，对无？保护是代表母系的发言人嘛，哦，就是制衡作用嘛，哦，所以呢，真侪民俗是有道理。过来伊经社到功能，就是讲吼，真侪民俗甲你，就是要甲你恐吓就对啦，吼，袂使做什么代志，袂使做什么代志，吼，比如讲，咱台湾人拢相信吼，定定发生车祸，即所定定发生车祸就是有咧往死鬼掠交替，对无？一个人意外死亡，伊无法度投胎转世，伊老个啊掠着交替，才有投胎转世，对无？啊，所以呢，咱啊，危险的路段拢写什么14车祸94块，这个有效？无效，完全无效。咱嘛改做前方的东西比较有效，安尼有效无？这就是有效。对啊，往死鬼抓替身那还得了？愈开愈慢哦，你讲。14车祸90块无可能，啊，咱台湾人相信讲一人叫水银是会变水鬼，啊，水鬼吼伊就爱掠交替，水鬼爱掠交替，吼，啊，所以呢，啊，咱的政府就是安尼，吼，危险水域咱个水深危险请勿游泳，这也无效啊，
你会知台湾人是少勇敢的，水深危险，恁袂有互你看，对吧？所以这无效，咱甲改做水鬼出没，起路游泳。恁感觉水深比较可怕，水鬼？我嘛是感觉水鬼比较可怕。水深没有什么好怕的，水鬼很可怕，对吧？会抓后腿呀，对吧？就是安尼啊，嘿，所以民众还是比法律较好，嘿，安尼。啊，咱台湾人相信吼，一个人若是自卫死亡，吼，比如讲自杀，伊就爱管你啦，往死城，对吧？啊，关甲当时关甲伊个迄落寿命该终迄天，嘿，啊，你若比如讲你跳楼自杀，啊，你就暗时10点跳楼，啊，你就每一工10点暗时10点拢要跳一摆，嘿，安尼。啊，你若迄落啉农药就是。每一工暗时10点，你要啉一罐，安尼，安尼要啉嘛完，我看是蛮好的，吼，对无？啊，敢真正有安尼？敢真正有往死城？我嘛毋知，若有人先直接敲电话转来讲，啊，你毋通直接敲啊，你敲李江雀基金会，加转过就好，千万莫敲哦。这敢真呢？我毋知，但是有来讲，至少有性命。啊，若无，毋是一摆就煞。哦，你若跳楼，你就爱跳一直跳几十年安尼啦，哦，安尼，哦，这啊，咱台湾人嘛相信讲死后有清华，对吧？嘿，讲有10地监落嘛，18层地监，对吧？嘿，迄个我已经查过，讲5人主地吼爱关喺第7层，所以后摆若要泡地，就伫第7层，我咧等你。10地监落，毋知真诶假？你若在生爱讲白菜死了后要安怎？挂喙齿，对吧？挂喙齿，嘿，我本来就要讲白菜，我嘛是听讲讲白菜话挂喙齿，我人改掉，到尾就讲白菜，连即句嘛白菜。嘿，啊，若不好北部你爱上刀山哦，啊，像这个查某人看，头壳伤，哦，伊都爱有油点，敢真嘛毋知咧。嘿，阮下里的助教本来就爱讨计兄，到尾看到这张图了嘛改掉，马上改掉，到尾将这里讨回。这就甲你警告安怎？袂使做歹代志嘛！你若做歹代志是无代志哦。嘿，啊，死了你就得到惩罚，对吧？你若相信，你就毋敢做歹代志啊，对吧？嘿，啊，这你看，这毋是咧泡汤咧，这叫落油鼎啊，落油鼎内底油全部是地心沙拉油做的。地心鸡卵这种敢有是有什么款的程度啊？无哩咯，即摆钱趁个油洗洗，对无？把钱对来讲无啥，对无？因为咱若无度证明讲你着癌症，你洗是因为迄落食伊个黑心食品，所以迄个人无代志呢。啊，咱只要相信讲后摆因爱落油鼎，啊用因家己油去做安尼，嘿，咱会较爽点嘛，对无？嘿，就是安尼嘛，嘿，这就甲你警告啦，袂使做歹代志，吼安尼。好，过来民众一个真重要，安慰人心，平安会当过平安无？毋知，同我保心安，所以我确定。诶，我以前咧出国读册时阵吼，我是留法的，看袂出来我知。要去巴黎啦，阮母安尼，巴黎是伫迄落法国，毋是伫迄落澳洲。阮母就烦恼，囡仔离开故乡走到巴黎遐远的所在去，伊也无当去巴黎照顾我，要安怎？去阮宜兰，伊阮就平安户，求车60-70个，你知道？你看了啥车咧？一光安尼肉粽。阮母也认为讲，虽然我无当去巴黎照顾你，但是咱宜兰的生命全部拢你的身边。即摆7点至9点马祖值班，9点至11点乌营公值班，11点至1点自家皇宫值班，伊是真足放心的。啊，你要查袂查？一定要查，毋是要互你平安，要互妈妈心安。你无查，妈妈会不安。所以我即摆车内底挂嘛挂一挂，敢若肉粽，你知吼？什么大卡肉、别墅墩肉、北港肉，什么肉拢有啦。安尼啦，要互妈妈心安，毋是要互你平安。嘿，安尼，这叫姻缘线，大卡肉。讲读这了，你就找着好对象，敢真诶？卖为难妈祖哦。姻缘线本来咧目地开用的，嘿，无代无志，你2000块一年是我伫 TVBS 含迄苏玉红伫遐讲这个故事，讲了后变做是迄个求姻缘的，我嘛毋知谁来变安尼。这把这个姻缘线了，互你搁较有自信，对无？本来像你看出来我就含蓄、内向、够自闭，放落了一出伊，就是互你更有信心俩，是安尼俩。所以免问讲这真诶假，这不需要问啦。你放落了，互你搁有信心，就是安尼。
好勇气，就是安尼尔。哦，所以这个物件呢，安慰人心啦，哦，安慰心理。幸福敢袂当治病？想啊久，幸福当然袂使治病了，我咧想啦。但是这个阿嬷啥就想啊，啥种？伊相信，伊相信，伊相信讲妈祖赐我落单，我一定会好，啊，就真正好，啥啦？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哦。所以后摆你若拄着恁阿嬷要食落单，莫甲阻止，因为伊需要，哦，伊需要自信就对啦，哦。啊，当然恁阿嬷若即摆要食3斤，你来甲阻止，你要甲交代讲妈祖有交代，食药也袂使过量，哦，所以这个相信就好，哦，所以。宗教信仰也是这面上问题哦，到尾也都毋是讲真诶假，是你有相信，相信就是真诶，啊无相信就是假，就是这简单，吼安尼。好，啊，所以咧，面上诶最后一个功能，经济功能，经济功能，东港小王船，一台王船，这王船用啥做？看出来无？用伊诺去做，伊诺去哦，伊诺去做诶，这台船做价700万，哦，放水好个小点。会无彩无？浪费吼，迄个700万做一台王船700万烧掉，同啊收8000万的香火，安尼要收落来。700收8000，做700收着8000万啊，安尼要收落来。伊拢迄阵迄茶做的，才800万尔，真啊，伊拢是足贵的呢。我煞毋知影足贵个，迄个造船是造船工人爱义务工作3工以上，油漆是迄个油漆工人爱义务去做，啊，迄个造船的过程。大量做袂起来，伊拢起来哇。嘿，袂足够诶，翻译就是安尼啦，烧700万，赚8000万要烧落来啦。3年烧一届，那我1年要甲烧3摆，烧愈济，赚愈济。啊，造船明明2个月做袂完，伊就是甲你做2年啊。做2年，就大家遐看你做船，就开始捐钱啊，你知吼？结果咱没干啊，嘿，你若2个月做完，你就袂过完啊，嘿，所以爱做2年再算，嘿，安尼，哦，这经济方面，嘿，大家妈做真香，你有看没？人山人海，每去经过一个所在，拢是爱几十万人，啊，人潮就是钱潮啊，对无？嘿啊，迄真正看死个你讲，嘿，所以吼，你看发展各种的这个产品啊，妈祖金融卡，这妈祖手机。嘿，你敲电话会想迄个电话声较奇怪，伊会唱歌，大家妈，你话跟伊讲，大家妈，嘿，哦，你看卖，哇，做的消费者真。T 恤啦，吼，啊什么纪念品啦，啊好神面膜啦，就是面膜该卖了倒去，这个好神面膜敢要无去，相当于大家拢烦恼讲我打迄个好神面膜了，再变做乌面衫嘛。安尼啊，嘿，安尼，所以呢，这个经济利益，所以民众活动就是一个经济活动啊，以刺激消费嘛，哦，安尼，好，啊，下面咱来看，这个民众伊到底伊的范围是伫倒位，哦，有包括风俗、信仰间、过年过节，第一个生命礼俗，对你这世人拢会遵守的，拢会遵守的，第一个大家拢拄会着结婚，哦，结婚呢，你会发现讲咱台湾的这个生命礼俗拢足麻烦的，有够复杂的。啊，特别是结婚啦，哦，啊，外国人就去迄个教堂啊，无就去什么法院，啊，就问讲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好，安尼好吧，对无？3钟就好啊，咱就舞规世人，啊，要讲亲情，啊，搁什么订婚，对无？送大饼，搁咧结婚，搁什么请人客，什么一大堆，对无？谁来舞个遮复杂？谁来舞个遮麻烦？就是要甲你抄的看，就是要甲你抄的，甲你抄的半小时，看你后摆要甲结婚来干，对无？通常来结婚，即个后摆拢唔敢，对吧？嘿，所以结婚，大部分同房花销个大家拢是一婚是婚去，吵到要就婚去，吼安尼。好，那这个咱这几年哦，台湾离婚率愈来愈悬，我就感觉吼是安怎？上主要原因就是讲台湾吼结婚愈来愈简单，吼，凊彩结婚就凊彩离婚。所以呢，我感觉吼，咱若要降低台湾的离婚率吼，咱就是安怎？爱迄落结婚吼，爱比较；离婚吼，爱比较结婚办理，安尼较少人会离婚。哦，如果要离婚之前，爱先去拍离婚证。哦，对啊，拍一套存证啊，对吧？啊，第二吼，举行公开仪式，就爱办到请人客，对吧？办到请人客吼，结婚办几道，离婚就爱办几道。过来呢，
来参加来订完年金。恁结婚是我包2000，啊，即摆是你要离婚是哪用我？哦，就无甲你算，无甲你算2000个足好啊！你讲，哦，啊，过来嘛是爱敬酒嘛，请我即个去敬酒，讲谁来要离婚来解释嘛？哦，查某的咱先讲嘛，无当头剩一支嘴，恁做法就计到底。哦，查某伊讲310点，哦，恁爸就计到底，请大家支持我，来恁爸恁哦，安尼。啊，最后吼，嘛是爱烘汤啊，遐送客，汤啊分贵个遐，甲大家找着，我歹势，我甲伊装笑，我要离婚，哎，歹势，哦，咱若甲离婚，我才互全部人甲离婚啊，对无？嘿，所以所谓生命里上安尼繁文缛节，吼，麻烦咱咧就是表示即个代志非常诶慎重嘛，袂使凊彩，哎，安尼，所以咧，咱台湾结婚就是啊，未结婚之前爱先订婚嘛，对无？订婚就是挂手指，恁母有甲你交代无？手指挂到一半会安怎？拗起来，啊，无会安怎？恁母交代拗起来，我母嘛交代，我母交代讲，你面子甲准了对无？所以咱母交代无共，安尼吼，就好。吼，啊，过来结婚的时呢，你看卖，新娘车顶我吊一块地蜡，这地蜡要创？嘿，要防止白雨伞，嘿，白雨伞，吼，所以用青的地蜡，白雨伞，白雨的伤人。嘿，所以是来吊车头前，车后边。后边。后边啊，吊后边就先吃，新娘才搁吃啊。吊头前才对啊。吊头前是甲白雨出来甲，伊把走伊就去上来就新娘，啊你若吊后边就新娘食好才食啦。所以可见有人都还要吊了榴莲，对吧？下次改进。下次能够能够吊榴莲哇嘿。好，过来。新娘车规行就要等时，等时就等着你大姓辈啊，好好个性啦吼，你阿达父母的习惯喜欢问候别人的娘啦，你看对无？你歹个性我较单调，所以开始单调了后吼，恁孙啊，若恁小弟来捡起来，后摆即个开始就袂使顾新娘看到，若讲去看到立刻是就近不瓜，开始要问候人家的娘啦，你看嘛？安尼，过来要进门以前来大会，下会下路。即个贵会啦，洁净仪式，遐边啊甲走毛步，对吧？嘿，生查某叫弄脏，生查某叫弄活，甲遐边转化了后，后盖对生查某的，吼，好，过来请人去，咱台湾请人去做高价，包6000食一摊，包600块，共阮食一摊，对无？非常无公平，所以国语后盖内面要记，吼，我是建议讲，咱爱甲分级。就讲600块以下，你外口遐食泡面。啊，若上6道菜了后，司仪就开始宣布，1000块以下请离开。哦，所有道菜了后，2000块以下请离席。哦，啊，2000块以上搁付者到干那4老板，安尼做公平。哦，安尼好，啊，过来洞房秘籍，恁母有甲你教，免甲对方压后落底。虽然已經離婚，但是後擺再試看下，哦，用下去底下，啊，佫念咒語，用我的下底你的下，甲你底甲頭殼，底嘿，第二章，你若換衫掉遐咱燙甲頭下頂過，用我的衫拍你的衫，我若破，你就愛頭殼打他，你若叫阿三就又水來安尼，哦，第三用阿兩阿啥意思？阿落底，嘿，去講迄個。牙风就是床头柜，哦，床头柜啦，哦，等伊无注意，开始用阿两去讲，然后佫念阿两讲牙风，后摆惊我，敢若惊恁祖公，然后就惊你。第四招，你若叫对方去做任何一件代志，比如讲你先去甲捧一块地，伊若真正去捧地，后摆就听你的嘴。好，第五招，写字里面个即招伊就好，看伊就像个种我老皮花。就甲种，一直甲种，伊就毋知讲到底要做啥物代志。哎呀，惊伊啊！哎安尼，嘿，有人做过无？无啊。但是阮母也毋是教这，阮母也教我讲吼，你趁伊困去的时阵，你先甲哈背，安尼后摆会听你。我试过，完全无效。事后我问阮某，讲我甲你哈背，恁来拢毋惊我，我无甲你哈咧。结果我甲哈一摆，伊讲哈3摆。所以不要紧，咱为了确保有效，这后摆大家拢该用，试看卖，嘿。好，这是洞房，啊，过来，所以甲生囝
哦，生囝咱台湾常言讲生赢加酒芳啦，啊若生输呢，四地芳啊，所以可以生囝非常有啊，因为伫厝诶生产，然后叫三婆，对无？迄个就叫便宜嘛。所以呢，厝诶人有一个人有心吼，恁厝诶宣布戒严，真侪代志袂使做，捌听过吼？袂使举家刀啦，袂使钉钉啊啦，袂使搬物件啦，讲今日犯着开心啦。啊，问题是恁敢相信开心？恁有相信无？有哟。无啦，咱一定爱信，咱姐妹头一定爱信，相信了，咱就免做家事啊。哎，啊，你若无相信，你要继续做家事啊。所以咱一定要相信开心存在哦，安尼，安尼咱拢免做家事，好，这个囡仔生出来后，3工袂甲洗身躯，叫做做蛋，过来满月时阵油饭红卵，这是查某是查某？有无？恁会知？两个蛋。什么2个蛋？再来是。你想伤济？意思啊，对啊，都要两个。哎呀，查某加一个鸡腿来，安尼吼，好。啊，这4个月讲爱收烂，爱拖出去啊，厝边隔壁落，这第一阶段厝边隔壁见面，透过这个仪式建立关系，啊，无恁兜生囝跟我无关系啊，啊，经过这个仪式讲收烂，就甲你按一个，啊，收烂收打，后体再生。LP 啊，收烂收利后体再招利，安尼建立关系，安尼，收烂过来做做台语呢吼，多谢嘿啊，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的，我一个学生打电话讲要请我食饭，讲啥物要请我食饭，讲因为阮查某囝吼要做对面。迄叫大济，迄毋是叫对面。对面是当咧食，大济是。好啦，大济时呢，咱来举行第一届性向测验啦吼，安尼去抓做吼。好，过来迄个母啊做啥货？做啥货啦？吼，你做了上功夫就是带来，带来母城吼，做到安尼，然后佫请人去，迄暗暝我足大个，你后尾想要变歹就袂使。做16岁是请10几块刀，你即摆佫去做诈骗集团，你也得了吼，对啦。所以呢，这是迄个咱台湾人成年礼，所以做16岁，原住民做16岁安怎做？每一个族群拢无共，民俗是叫做马拉松赛跑，若塞夏族泰雅族、赛德克就是出草成年，安尼好。做16岁有宣示作用，什么作用？甲伊讲你已经大汉，甲伊讲你已经大汉，你已经成年啦，你爱负责任嘛。过来呢，嘛头我甲大家讲，无家有女初长大，有兴趣来参考看看。无你16岁拢无人注意到嘛，无人注意几岁你知吼？到尾2人、2、30人、明年40人，可能故宫，直接送故宫，安尼。所以呢，这个是宣誓宣示作用好。过来，上尾一个生命礼俗叫丧葬，丧葬礼俗。世间有伊讲病代志，就讲人拢会死，所以恁死定，你阮死好歹个。所以天下顶讲咯，活就是偶然啦，死亡是必然啦。你活着嘛，只我100年的时间尔，100年前无你，100年后嘛无你啊。所以呢，这是偶然。咱台湾人相信呢，生命是轮回转世，所以咱人过死拢讲过身嘛。换过一个身体嘛，物件用爱就是爱换，对无？衫穿到坏就用换新的啊，电脑拍到袂歹你就用换新的电脑嘛。你的身体用要下面嘛，一个新的身体，咱叫做往生嘛。前方是另外一段生命重新开始，这是上公平的代志。往生挺偌好个啊，即卖死翘翘，食无死活翘，即卖死硬硬啊，对无？所以这足公平安尼。咱台湾人相信讲一个人你过身之前爱厝的，一定爱你厝的过身，这叫做寿终。所以你病院宣布有就是一定要送阮厝，就是安尼，爱互你厝的啦，寿终正寝所以呢，顿开了后烧咖啡饭，拜咖啡纸，点咖啡灯，所以报外祖，阿嬷过身就爱通知，舅公，妈妈过身就是爱通知，阿姑，若老爸过身的，当然叔是因囝一定爱讲，爱通知叔公、伯公，伊会转来接外祖，接外祖是大家规个门口，伊就开始问
谁啊死的破病，啊有食药啊，有看医生无？有，啊有食药啊，昨昏间你袂记你食，袂记你食，乖啊啥就甲你讲，表示你不好，对吧？好，查某囝等下靠路头，会晓靠无？靠路头是有学问的，押韵呢。你外口就靠落入来啊，对无？靠到门口就爱爬入来呢，安则表示有效。靠路头啊，押韵，牛咧牛咧，你死我加餐两遮尔济，对吧？全部押韵，嘿，你袂使袂晓靠。啊，查某囝靠路头转来，新妇爱靠落水里用食，啊岁啊才靠落入来，对无？阮阿嬷过身的时就是安，阮阿姑敲电话入来讲，要靠着，要靠着啊！阮阿嫂就靠落去，靠几多我带无找无人，因为你，啊，我用电话联络，叫我写咧伊咧个，偌麻烦你拢毋知，迄叫靠路头。我九零，捌听过这个讲法无？讲猫仔若条袂安怎？会变成僵尸咯。啊，这毋真诶变嘛毋知，因为咱拢毋敢做实验，所以毋知真诶变。哦，安尼，好，过来个别性，先加济。则讲济，哦，所以要处理以前个红灯，红灯用斧头摕这铁钉啊，顶棺材顶个手钉着，啊念好话，一定东风解木，子孙代代幸福乐，有无？有。一定西风饼灯火，子孙代代发家伙，有无？红顶红滚滚，子孙代代出状元，有无？有。红顶红家家，子孙代代去卖田地，有无？无电的款哦，反应袂歹，好安尼。红顶盖棺论定，好安尼。有啥？好，过来，这是生命礼孝。所以咱来讲过年过节，过年过节，农业社会时代咱的生活就是按照这个假日啦。咱的假日就是啥？就是年仔节。咱即摆毋是，咱即摆是迄落什么拜六礼拜嘛，周休2日。农业社会敢有周休2日？周休2日，今爱读册，管你去拜六礼拜，嘛是爱读册个对无？今爱挂丢啊，无讲什么拜六礼拜，礼拜袂使免挂丢啊，嘛是爱挂丢啊，对无？所以呢，咱农业社会时代，咱的生活就靠这来，所以你会当看到讲，咱的年仔节拢会出现伫倒样？迄个收成了后，农闲的时阵啊，就会出现节日。啊，你来看农忙的时阵，就比如像6月冬，咱过去农业社会6月冬爱挂丢啊。6月冬连新明嘛毋敢生日，你知无？你看倒是新明，敢你是6月生日？挂丢较重要，生日较重要。当然嘛，挂丢较重要。安尼好，过来讲到这个年仔节时呢，第一个咱讲是过年由来。过年由来，过去呢，咱伫课本顶面拢是中国的年嘛。中国年就讲年兽嘛，年兽。你敢捌听过年兽？毋捌呢，台湾无这个物件。讲年兽伫除夕敢会出来食人，所以惊红色惊大声，所以咱来放炮。对所以讲啦，要干年兽啦。台湾是安尼，咱台湾过年由来是台湾岛要沉的故事。所以今当来讲这个故事，毋是年兽安尼。讲台湾沉岛啦，讲台湾岛要沉啊啦，啥个台湾岛要沉？讲这红架岛顶迄接待，就是。伊徛伫这个红架岛顶光钱拿切，东摆换佫烧烫烫，结果责任真重的。伊若徛无好势，恁兜都火烧厝。伊功劳遮尔大，结果台湾人去拜拜，拢无去拜着伊，所以伊是咪足怨叹的。伊就去甲庙方大地告状讲台湾人拢无阮陪伊。我遮尔辛苦，叫佮拜拜是拢无去拜着我。大概若过年过节，咱看人去拜拜，就神明公饭咧食，伊也是拿钱也徛遐，拢无人食，所以足不怨的。那这个玉皇大帝听到这个，知影讲台湾人拢安尼无阮陪伊了咧，伊就决定讲你。迄个除夕啦，咱台语叫29暝，要互台湾沉喺海底，要甲台湾毁灭掉。咱民调知影即件代志了，就知影台湾要沉啊，即下无救啊。为了避免中连队将士，所以咱12月24上市，先把新民上登去天庭，要死人家己死，莫去连队将士。安尼，所以12月24要上市。那到即个最后是29暝，咱甲厝所有物件拢出伫咧做食食。叫你做最好的晚餐，就要死啊！你留迄边咯，物件拢摕出来，最好的晚餐，就是围炉，有人路你看，分地以前啊，家长甲迄落钱，甲迄所有财产、所有遗产拢摕出来分，就要填买钱也无效啊，安尼分地以前，分了地以前了，规家伙拢快乐，也干死，那叫做啥？
琐碎啦，琐碎，规家要死啊，咱都要台湾要沉啦，吼。咱超过12点的时阵呢，台湾煞无沉啦，是安因为新民拢甲上登天顶啊，拢去关锁啦，嘿，迄新民拢去甲玉皇大帝关锁，讲无啦，无这个代志啦，安尼啦，吼，结果咧，玉皇大帝咧，改变主意，台湾煞无沉，所以过12点的时间，刚好拢来放炮啊，庆祝。第二天庆祝拢讲啥？恭喜恭喜无死啊！恭喜无死啊！恭喜台湾无沉咧。初二，查某囝跟外家去看即个老爸老母是毋是还阁平安啦吼？吼，到初四的时阵咧，咱确定袂啊，台湾袂沉啊，所以咱个新年咧，拢爱接落来接亲。初五危机解除啊，恢复正常，叫初五闭会。这是咱台湾版过年的由来，颠倒的故事来的。甲什么年兽无关的，你问恁阿嬷看伊捌听过年兽无啦？你要讲金台湾的故事就知啊，吼，哎，安尼要讲吼，先咱上前。关注我。台湾要点啦，先爱为咯，最后先爱分第二钱，分遗产的先爱守岁，三死，过年前爱讲恭喜。我觉得台湾无平啦，安尼要讲吼，即台湾过年由来颠倒的故事吼，毋是连做伙的。好，过来过年时咱就准备一个物件，即个物件拢会代表意义，比如糕啊，代表高兴，高兴，土豆食老啦，糖啊食甜甜，大趁钱食枣，年好，这柑仔一粒嘛一堆。一定一堆，干嘛通嘛规通的，表示好的代志规大堆。你若放一粒吼，就是厝里若捡到5块，今年的好就用完啦，无啊。所以你爱放一大堆，过来这个甜粿，甜粿代表甜甜好过年，就是逐年拢真好过。伫中国的叫年糕，因的代表意义是年年高升，咱叫甜粿，甜甜好过年，逐年拢会真好过，发粿、发财、菜头粿、做菜头。12月20开始上新，中国上造型，这大家知。台湾毋是咱上将型，因为颠倒故事的时，咱就是甲所有新民拢上登天顶嘛，买去连队将型嘛，所以咱是上将型而毋是上造型。中国咱上造型，安尼过来，这两个咩了？青土，青鸡毛青爱青，清理的意思，吞就是吞温，吞就是脏，把脏的东西清理掉。咱即个叫做大扫除，大摒扫，好，大摒除才会有，安尼，好，过来甲这个鱼糕糜，恁厝有放这无？好，这个物件叫做饭春，对无？饭甲菜拢有春，这发财，发粿就发财嘛，发财佫有春，就是咱台湾版的年年有余。若中国大陆咧，吃鱼，叫年年有余，咱就用这。发财佫有春，年年有余。米饭、饭菜拢有春，这个年年有余。咱台湾过年当然食鱼啊，是因为鱼啊最好食，就是安尼个。因为鱼啊甲有春无关系。好，过来有拜地基主无？有啊，拢捌听过恁母啊讲要去拜地基主啦吼。虎伊是地基主，地基主啥？这个土地原来主人叫地基主嘛，对吧？咱台北有地基主啥？其他格兰对吧？凯达格兰凯达格兰族啊，这才是咱的主人啊，对无？恁的祖先当初过台湾，叫做开发台湾。对原住民来讲，迄毋是叫开发，迄叫侵略。各位知影我是高马兰的，我是高马兰族的。你要来开发台湾，我欠你开发的吗？我的长得一副很欠开发的样子，所以对我来讲，你就侵略者，对无？无代无志要把它开发，对无？所以呢，汉语亲照原住民的土地，爱对原来主人表示感恩啦。所以拜地基主，你都拜？灶骹，对灶骹，因为伊毋是神啊。拢放咧地刀啊，对无？伊毋是神啊，拜倒去就拜倒出去。拜倒去就对吼，拜倒出去变拜好兄弟啊，拜倒去，因为伊是咱的老房东，咱的厝头家啊，好，过来。这鱼糕糜制作上较重要一届，过来大春联，大春联，
对骨天将岁月良针寿，春满乾坤爹嘛。坟地与娘和好。即嘛真侪人都爱大楼都爱公务，煞无位通顾，但是嘛不要紧，爱简化，大家同意对吧？即嘛至少会顾这嘛。基督徒歹顾，恁若无顾会安怎？人顾会恁兜有代志啊，对吧？咱台湾好像有厝有代志，则爱甲迄红色的门全部拢拆掉。你若无顾，人就顾会恁兜有代志，所以连迄落基督徒嘛爱顾，主事平安。这叫春到福到。我还没顾迄落。顾米啊，你毋通顾迄变数呢？要跳乒乓。低调低调，莫顾迄房间。安尼，这个 Happy New Year。这嘛是啊。这创意春联，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惨不忍睹。这学生宿舍啦，撒丁作家，好事不作弊，明年当学弟，林业没人格，不能不及格。他袂用死的。对啦，这创意春联安尼好，过来过年前呢，咱讲食暗顿呢，这中国叫做吃年夜饭啦，台湾叫围炉，啥叫围炉？围着这个炉啊。大家为这个炉当时食饭，毋知人迄个倒骹佫放一个炉的无？有迄个非常传统的下骹佫放一个炉，大家为这个炉当时食饭叫围炉，围炉。好，过来第二前压岁钱或者是税，这个税就是啥？不好的东西。压岁就是不好的邪税，压制叫压岁，对吧？压制邪税意思，以前拢放在镜头骹，即摆呢？我第二银行基本上更靠北啊，它的由来不重要，它的金额比较重要。所以迄个过年期间每一天嘛爱守岁收税，讲愈晚瞓，老爸老母愈长岁收，捌听过咯？你过年间愈晚瞓，爸爸妈妈愈长岁收，守岁时咱拢是大叫嘛，对无？过年若无大叫，你人生是乌皮，一定要大。大愈嘛，表示你愈有效。你大到11、2点你母啊来甲你讲，你著较早休困，你讲你敢要点你，拢是为着你。人是为着你，我著袂博较少，足辛苦的。好，12点吹凌晨的时，咱台湾方向抢头香。12点的时，庙门拍开，一阵人就冲入去，你啊讲要抢插头香，抢落头香有啥好处？神明优先甲你保庇。你第一插香也先保庇你，后壁慢慢排队，安尼抢头香。过来吹的时阵，我爱吹迄落隔离的方向安尼啦，迄落西行啦方向，所以你农民的顶面拢有写，讲今年大利东西不利南方，所以你若要去，你台北若要去桃园，就袂使直接落去，要安怎？爱先先去基南，然后到宜兰，宜兰再过花莲、台东，然后再坐迄落高雄，再过起来。真久了，你就到。过来过年的时阵，课本顶面拢写什么？穿新衣、戴新帽，到叔叔伯伯家拜年，敢有这个代志？无啦，什么？我若过年带阮查某囝去恁兜拜年，表示好红包嘛，哪有人安尼？咱拢去行村啦，去倒行？庙啦，讲愈行愈村啦，行村嘛，所以毋是去叔叔伯伯家拜年咯嘿。过来初二，查某囝转外家扫啥？做义务简报。所以你已经嫁人真久啊，但是恁母啊嘛是永远关心你，所以每一年拢爱等来做义务简报。问我你过年过了好无？有年啊啦，囡仔有乖无？对吧？想了啥物有趁机申诉嘛，对吧？你外口有条山啦，夜不归营啦，恁爸是避免好看，对吧？叫伊互你一个交代。连续3年无等去外家，叫陪葬，连续3年陪葬就你永远莫等来。你若连续3年无等外家，你心内敢有这个家？那干脆就划清界限。但是即摆有困难，即摆真侪人移民国外，无落3年等啊。即摆最新的等外家安怎等，你知道吗？对，就是用视讯，手机的视讯出来，阿祖我等来，就算一摆。无真侪人过来爱开始安尼。过来初1早、初2早、初3，初3无代志。恰到是诸事不宜啦，诸事不宜要创啊，困难无？所以咱台湾的鸟鼠娶某，初3鸟鼠啊，娶新娘。所以爱较早困所以到有当去困就对啊。大了是17、18号是成家，17、18。所以咱台湾的老鼠早婚2个礼拜。这是接神
初五过开，初六养肥，养肥就是跳水回嘛，表示恢复正常的生活。过来过年伊敢有一个定义，歹听话袂使讲，过来一寡代志袂使做，袂使扫大街，袂使倒粪扫。伊的目标安怎？互家庭主妇休息，对吗？所以要不要小心？要，一定要小心。讲袂使真过，讲过节会变车，会上车。所以阮兜到即摆去初五过开，初五之前拢袂使真过。我咧怀疑讲台湾这几年吼，经济遮歹，就是因为恁共头真过。有无？有无？这个不知道。不要紧，恁那个台湾经济袂少。不要紧，讲阮兜咧做秀尔。好，过来到元宵节，元宵节是台湾的情人节。伊是融合佛教甲道教两个宗教方式。道教咧爱点灯敬佛啦，所以共款咯，咱过年期间拢去庙会点光明灯嘛，叫咱灯表无。道教咧是天官大帝生日，即个三官大帝内底天官大帝生日。元宵节主角就是灯。你若看到灯，第一代表光明，所以光明灯；第二代表灯，出灯难灯。所以已经结婚的查甫的，爱去软灯骹再生 LAMP 的。不要紧，看无灯查字典。已经结婚的吼，就是爱去软灯骹再生 LP。若还未结婚的，千万通我袂两，无你到时就爱解水。未结婚的查某的，爱去头晚餐。头晚餐，结好红，头晚才有准算哦。你若去市场买无效哦。若查甫娶无某，去跳菜鼓，跳菜鼓，娶好某，暗孙孙跳高底哦。这个安排有道理无？有。已经结婚的，就是含带囡仔甲翁婿去庙口看花灯，迄落带嫁出去去头晚餐。娶无某的去跳菜鼓，当你就用菜鼓，邂逅巧言中，而且天气昏暗，气候可以掩饰真实面目。迄个时就知影讲，迄查甫安尼，剩了啥拢毋知，安尼凊彩好，这安排有道理。过来又比赛，元宵节另外一个方向，元宵灯来又看卖，兄拍兄弟，又来意的兄拍兄弟，台湾南部第有名，倒位？高雄对，高雄最雄。高雄高雄的。出山拄着落大雨，倒位？叫做台南，要台去哪着咯？台南。新娘要嫁无洗身躯啦，嫁身。人结婚拢嫁嫁妆，伊无洗身躯嫁身。自来水厂开会，新北市倒位？要讨论什么代志？淡水啦，要淡水的代志啊！淡水的代志。兄无头路，新北市的。兄无头路。英哥无代志做。英的哥哥叫英哥，歹看面的家己的。民雄迄民雄足歹看的。阿嬷都计兄。公馆，阿公袂来管，阿嬷都计阿公袂来管。黄中中箭，射着倒位？射头，射头，这个顶面，顶面。好，过来铁鼓，真济庙拢有放这，这鼓，用米做的，用沙漆麻做的，什么材质拢有啦，你头起来是面求这鼓，明年爱加倍，加倍用，这是两套人来。这只鼓15斤，明年爱用30斤。这只500斤，明年爱用1000斤，就是安尼。你看卖，所以开庙上好赚，安尼。有人无用的无？介遐好赚的无用，无用的安怎？你的信用破产。这个人若是明少这只鼓无用，伊后摆招你做生意，你敢做？唔敢。过来，这传统的情人节，所以真济习俗内底，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是讲元宵的啊，所以元宵节才是台湾的情人节。古早时代情人节元宵，七夕呢，台湾的儿童节，对吧？儿童节。好，这情人节，所以呢，包手球嘛是你啊。若需要，咱明年老办一个。咱为着确保有效，咱会伫绣球里面包铅球。看到就较现动，咱提前甲
七分。好，啊无真济，可能真济人咧小酒一抛，大家一哄而散，走啦，看要安怎哦。好，啊这个元宵嘛是咱台湾吼民俗活动上最一个节日啊，元宵节，这个迎去放天顶啊，天顶本来是互相联络用的啦，报平安啦，哦，嘿，孔明灯，哦，啊，即摆变做喜悦嘛，嘿，我较早学生来毕业前，点情感拢会甲因做伙，啊，拢家己希望写去。啊，放弃家己放，即做天顶足简单的。啊，有一寡天顶飞袂去，拢飞袂去，我讲奇怪，啥人会飞袂去？我检查，毋是做了唔对，是顶面写什么反攻大陆，解救台湾，这太沉重了，我飞袂去。哦，好，这叫野柳警告。这是迄个信徒跟迄神桥跳的鱼竿，啊，啊，然后伫顶面竖起来咧，因为咱相信工地有啥？有水鬼啊，水鬼会安怎？掠狗去，所以神桥落去工地，甲遐个歹物啊赶走，咱的渔民出入才会平安啦，就洗觉吼。来哦，早可能讲，诶，关键这真济活动拢甲炮有关系，炮敢免钱，炮足贵个，啊，谁来要拍？因为民众认为愈爆愈旺，哦，这可能讲，哦，了了，这客家早迄条，哦，后人小炮城，哦，当时呢，这个新丁板，哦，板就是贵啦。新丁的七呢，查甫的，恁厝的旧年生查甫孙，哦，啊，即马吼，男女平等，所以即马佫有千金版，哦，红生较好，老就无共安尼，所以即马连生查某也爱分，嘿，安尼，好，过来，这是德山，当年吼，当年迄交流道拢塌毋知影人的，当年拢是用这种标，哦，这个元宵节时吼，迄个食丁酒，恁厝的老生后生就爱请大家啉食丁酒啦，食无药鸡酒。啊，所以呢，我一个人是要去借钱，甲土地公借钱。诶，我要来大陆做生意，爱3000万，伊使去借3000万无？当然袂使，加600，我的600块，甲放伫我的3000万内底，变做土地公是我的股东，伊是我的股东，伊爱甲斗保庇啊，对无？嘿，啊，每年要用偌济？是至少1200来的。即马目前上悬的是借600，还294万。294万，毋是两嘿，安尼，好，这甲土地公借金，哦，借钱，过来咸水旁仔跑，嘛是共款，因为瘟疫的关系，瘟疫死足侪人的，所以呢，大家毋知要安怎，请关圣帝君出巡，神明出巡，咱伫门口摆设香案，神明通过的时阵，烧香放炮，炮内底有硝酸乳硫磺，爆炸产生高温，什么作用？杀菌、消毒嘛，哦，瘟疫平息，所以这是啊，来当炸邯郸。你看卖，做邯郸的人徛喺这个桥顶玩，互民众安尼甲炸，会听无？会哟，足听，只会听了。啊，伊啥要互炸？赔你钱有了，是哦，对吧？迄毋是一挂炮啊咧，你看，真侪挂的炮，大做成好安尼拍，嘿，是听到要死咧。好，你若看到迄做邯郸的，拢规因夫赤龙赤后，平时拢做啥？做兄弟，做蛇头。对无？哎，啊，偷笑的，因会惊报应啊袂？会啊，伊嘛惊呢，所以这个行为叫做赎罪、赎罪啦，减轻家己的罪孽，哦，安尼较袂受报应，哦，啊，炸完了后会改过向善无？袂，继续做兄弟，明年再搁炸一摆，哦，安尼，这是炸邯郸，哦，我有这个客家特殊的叫天穿日，啊，泥瓦普遍的故事来的。诶，好，过来较清明啊，清明无共作文，扫墓时间无共，啊，比如讲客家是咧清明进前元宵了后，漳州人是3月初3，泉州人是4月初5，国历4月初5，啊，现代人是做秋二日，啊，恁笑的都是种，做秋二日，个家己拢毋知吼。过去时啊，这个扫墓时间爱甲错开，较袂安怎？对啦，毋是惊塞车啊，是惊烧拍。你若讲嘛，较早迄漳泉店，迄无共的作文拍甲安尼对无？你若扫墓时间排共一工，去遐忙啊无，遐现拄现拍好现大。嘿，所拢免过袂少。哦，啊，这叫地王纸，地王纸就是替咱的祖先修补房屋，因为咱较早拢住草厝嘛，哦，啊，每钱拢爱换嘛，所以这是安尼。啊，恁的王纸啥物色？黄色也是五色，拢有啊。
拢有就是乱掉，啊，这是江基威啦。好，啊，若淡水迄条就即款，啊，全基威，江船无共啊迄，所以你有看迄网啊顶面缀什么纸，你就知这是什么款的，倒侪十块，啊，是客家的，啊，顶面缀一个红纸，哦，安尼，客家若是客家真简单真好认，顶面就写第几世、第几世，哦，啊，若查某伊毋是写夫人，好多人写夫人嘛，查某写夫人，伊写孺人，嘿，安就是啊，你当家己转看卖，哦。凡是你发现你家己是奥客嘛，无对卡。好，来，那过来鸭卵配卡，等下网顶对无？表示烫卡啊，甲所有材料拢烫了。吼，啊，过来有食卵饼嘛？台中以南早有啊，台北无咧食啊。恁是每日咧食卵饼嘛？吼，所以无食卵饼时间无啊。这是迄个清明食卵饼啥？用清明甲迄个古早时代寒食节差两工，甲咱两个习俗合作伙。因为寒食节袂使起火，所以到卵饼，哦是安尼来。好，过来到5日节啊，来叫做肉粽节嘛。课本顶有较写嘛，写讲咱为了纪念7月嘛，对无？嘿，你当咧问你阿妈讲你是哪包肉粽，伊若讲伊为了7月，你等下甲泡死。5日节吼，甲7月8月拢无关系，是为了要祈福瘟疫。啊，咱台湾俗语来讲，未食5日节粽，万事如意。嘿。好，5日节了开始进入夏季啊，热天到啊，热天吼，迄蚊仔虫啊开始坐啊，啊开始流传染病啦，所以你看无拉比啊啦，等天狗热啦，脑膜炎啦，拢是因为啥？蚊仔关系。所以咱会伫门口吼插这青啊、杏甲香芋。中国课本顶面写菖蒲艾草嘛，吼，咱毋是啦，咱是插这青啊，啊这长长一个就香茅，啊这杏。插青该用桂林，插杏再用杏，啊香茅长长一支，吼。除了驱邪以外，佮香茅油除驱蚊嘛，嘿，安尼啦，安尼然后为了用迄个香茅，安尼泡水去身躯，吼，啊香包咧顶面放内底放迄个雄黄末，共款味足重的，挂喺身躯，蚊仔较袂活。所以你看吼，所有的甲迄个这挂这也好，还是挂这也好，这拢是甲驱蚊有关，所以端午节是驱蚊，是7月，驱，嘿，安尼。挂这什么意思？因为这物件挂喺恁厝的门口，蚊仔才袂飞恁兜嘛。恁厝的人才袂得到，较袂得天狗热，较袂得疟疾啊，就是安尼尔。所以甲驱蚊完全无关啊。哦，啊，先来放肉粽，肉粽古早时代叫饺子，因为用哩牛角有夹，伊是用薯米做，等于是咱即卖叫做便当，嘿。好，以下制的食品。啊，先来牵拖规部，会牵拖讲白灵船为了要找7元的尸体，做肉粽等咧水底叫7元，啊呐，莫叫鱼啊，莫食7元的尸体。我若来去钓淡水河，恁会安尼做？袂啊，对，你较忙死好个对吧？啊，先来安尼宣传，即个先导遗种思想。我若做了少歹吼，你嘛袂使甲我推翻。啊，你若真正看袂落要安怎？你若家己调，你无一定要调味就这样，淡水河无看过。嘿，这是。遗种思想呢，过来白灵船嘛，龙从云，虎从风，所以龙代表云甲雨，所以代表雨水嘛。因为热天到，对吧？咱讲端午节了就热天啊，热天无就唔落雨，啊若要落雨就是风灾，所以咱咧祈求风调雨顺，就是安尼嘛，对，就是安尼。所以白灵船甲找7元的尸体无关系啦，哦安尼。好，过来讲课本顶面拢写讲咱喝雄黄酒嘛。你有喝雄黄酒无？我嘛无呢。雄黄酒，雄黄加热叫做砒霜啊。所以哦，啉雄黄酒第一会中毒，第二就是血出问题。你若要知影恁某的问题是啥，你就啉雄黄酒。嘿，对啦，那啉落变白色是还佫袂歹啊，那变成小强，看你变怎样，足歹看嘿，安尼啦。哦，好，咱台湾毋是啉雄黄酒，咱啉啥？五溪水啊，咱啉五溪水，吼，讲五溪水啉袂吼保平安吼。过来咸蛋有无？中昼是迄款咸蛋，吼。所以呢，甲即个7夕拜成母嘛，吹闹尾月16号咧拜成母，对无？啊拜成母的时阵呢，迄鸡酒啦、油饭啦，吼，啊这吼拜成母伊的特殊是啥？拜时间上底，香插落物件装修起来。哦，就是讲，父母爱专心照顾囡仔，袂使开伤济时间孝顾，修很多啊。好，过来拜
做16岁，吼嘛是即工70个工，所以台湾的成年礼就是做16岁工。你迄倒仔弄出来了后，你就领大人工，未做16岁，你就囡仔工，迄钱差足济。过来到7月，马上7月要到啊！7月是咱台湾上新历的一个月，咱叫鬼月啦。阴司地府的孤魂了鬼拢伫7月是转来人间，所以7月鬼月袂使买厝，袂使结婚，袂使搬厝，袂使买车，讲到鬼月，真诶去，我嘛毋知。因为天气真热，你会安尼心浮气躁，所以莫做重要的决策啊。过来袂使送水，袂使夜游，袂使飙车，安怎？注意安全嘛。嘿啊，你冬天敢会去送水？袂啦。嘿，你冬天去飙车，等于说变机仔兵。热天你再从事危险的动作，所以叫你注意安全。7月主角就是鬼嘛，鬼敢有存在？唔知哦，你若无相信世间有鬼，你搁再看我一眼。一般看过我拢会相信，讲话世间有鬼啊，全世界拢有鬼的传说，但是咱台湾鬼上有特色，台湾的鬼，拢当时出来，7月暗时才出来，所以伊夜行性动物。台湾的鬼拢穿白衫，你有注意到？咱听鬼拢穿白色套装，对无？咱毋捌听过鬼讲什么穿迷你裙啦、露背装无，还是比基尼，拢无，拢爱穿套装。过来台湾的鬼呢，拢留长头毛，毋拢查某的，查某使用迄种。做事。查甫做事，查某做鬼。你讲我才做事。好，过来台湾的鬼安怎行咯？飘的，离地三寸公里。所以你若去到拄着一个鬼，你跳，你我站桥，我大家都毋是安尼行，才非常飘的。所以咱叫做阿飘嘛，这个照顾运动。就讲咱共同的想象，讲鬼就应该生做形，这是台湾的鬼生做形，外国鬼就无共，外国鬼生做形啊，毋是穿白衫、穿乌衫，就过披风，出去讲，摕提吸管。先加餐，台湾的鬼敢会素会？面下当一网啊讲，当然唔使去输的，咱台湾鬼多，咱台湾鬼安那掐死你的温度，对吧？嘿安尼，好，这是外国鬼，台湾鬼出来嘛，固定的流程。首先，阴风惨惨，对吧？阴风惨惨，第二，电压不稳，对吧？会死一个花钱，死一个花钱。过来上重要，高的最高的，呜，原来鬼隆重登场，对吧？所以你若拄着鬼，伊无按照以上程序，你就叫讲你给我回去重来，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到外面吹高的，总算要死啊！叫我等于搁改安尼吼，安尼，这嘛是讲照顾运动，好安尼，好，那台湾现在这样子鬼，全世界拜鬼拜了上天上多台湾，你世界各国某一个国家拜鬼拜了灵的啦，无咱台湾尔，像咱台湾这么多鬼。甲咱的历史有关系嘛？长山过台湾嘛，渡过乌水沟真济人，也无气象预报也无啥，对吧？即个天看起来好好咧，咱哪知你做风台，对吧？所以渡过乌水沟真济人，伫乌水沟就冰准就死啊！所以咱7月是一个足重要的仪式，叫放水灯。放水灯要创啥？招引水中的孤魂野鬼。所以袂使无代无志走去放水灯哦，你看。建议家己就有气质放个水灯，放水灯就有气氛咧。但是倒来是后壁对时佫看吼，这太可怕。过来到台湾了，毋是将主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来到台湾第一倒来自由啦，我都有讲过。对你来讲叫开发，对我来讲毋是叫开发，那叫侵略，对吧？当然一定发生冲突啦，对吧？过来原地烧烤，上严重是这个啦，食全病，食鸡肉食龟肉，饼也龟。鸡酱的嘛，鸡是全的嘛，买物件，买物件酱的，买物件全的啦，生囝生囝啦，生囝酱，生囝全的啦。你几岁啊？你几岁？几岁酱的，几岁全的？安尼会袂少无？还是拢乱尔？所以即摆想要病嘛，我都病。安尼啊，这个讲全病，闽月就是河洛人家客家人。客家人这过来姓氏，然后写倒咧，无共生活咧拍干的呢，过来民变，阿武王朱一贵林松文事件、地条村事件，对吧？这三大反乱事件，在座有台中人无？
台中住台中无吼，对台中人爱较有礼貌。即台湾三大反乱事件吼，林爽文甲第二顺种台中人，所以台中人最爱叛乱的。对台中人较好回讲，嘿。过来天灾、风台、大水、地震，所以呢，上严重就是啊，瘟疫啦。着癌症一个人死，着瘟疫是规庄死到无满的，可能一个人着这规个庄头死到无满的，袂庄就是安尼。哦，所以即句话叫三老人死一回头。来到台湾10个，我3个我落亡来，哪要死啊？一个不等于安尼。所以台湾现在遮尔一个贵，是因为这汉人开发的过程付出相当的代价。那中国普渡就是普渡遐个罗公好兄弟，啊，伊是迄个佛教内底叫做依然腾会，就是无人救我的故事。道教咧，伊是地官的生日，哦，啊，规日咱台湾拢是安尼，佛道融合啊，吼，安尼。好，所以咧分做公普、私普。公普就你庙的请法师来做法会，啊，放羊炮，啊。即个庙的若要普渡是进前的，拢爱第一爱放水灯。咱都话讲过，放水灯就是招引水中的孤魂野鬼。啊，若路上的孤魂野鬼用这叫做啥？徛灯篙啦，底下顶管吊起来灯光。嘿，啊，这吼一笑灯篙3里贵，2笑就6里，3笑就9里。所以你的灯篙徛愈悬，你普渡的规模爱愈大。嘿。啊！你若办一块岛，啊，加一开菜只高，到时食无够食，你来闹。所以这灯篙袂使想办法。这放水灯嘛共款啦，家人放水灯，一个省放一粒尔，啊，其他外台拢来放。你甲全台湾的鬼拢招去，家人看还得了？哦，所以袂使放伤济。好，这大树爷，这是鬼王啦。普渡对象孤魂野鬼啊，啊，伊就趁机捣乱嘛。对啊，你要原地小歹个。所以咱有一个鬼王来管这仪轨，这个行星标。嘿，普渡结束这阵来安怎？摆化掉，你们个放咧厝里。即嘛是鬼王嘛是鬼啊，啊这个叫做汉人移动卫所，就是临时收容所。嘿，比如讲咱7月半要普渡，啊为孤魂野鬼7月12就来，为7月14就到啊，啊要住喺度，住喺恁兜方便无？不方便就住遮嘛。哦，临时收容所。过来这个看生，用生理，捌看过无？用生理来变做安尼，啊，这个看到用捏面人啦，互遐老大公好兄弟，这个样的，你有互伊有通食，佫有通观赏，哦安尼。好，啊过来师傅就是你恁兜的，对吧？你恁兜，哦7月一般来讲，较早是用轮的，即摆拢集中在7月半，7月半迄天伫门口遐，较特殊面通水嘛，嘿，啊现在伫外口，现在无入面就伫较凉。袂使回机味，你搁伫内底较凉，到时会走你使死。哦，安尼，较特殊的物件，面通水嘛，哦，佫有这迄个花粉镜，对无？嘿啊，胸怀灌气者洗洗，头毛落落来，行一条啊，有鬼，就走去，看到鬼，好，普渡的物件呢，一定要有这2项，金麦芽代表山丁、海味，哦，所以这2项一定要有。过来，最后一道菜一定是这咸菜汤，因为中是烘的，表示无心。硬菜汤啦，硬菜吼，空心菜无心留客，请伊食完紧离开，嘿安尼。好，啊，咱即摆国家指定上界重要是家人中元节，寒风元年将转病，死足侪人的，拄我讲过，到尾吼双方吼决定讲后摆莫搁迄个比阵头啦，莫搁拍头啊。哦，安尼要比来比阵头嘛，吼，啊用国姓来论，本来是江甲泉嘛，啊即摆当时办普渡，今年轮到姓林的，江州人有人姓林，泉州嘛有人姓林嘛，本来是对立的，啊即摆爱合作，当时来办这个活动，安尼吼，这家人中元节内底祭品，这毛油鸡酒要拜啥？上来一只毛油鸡酒，什么印度产物啦，什么印度？嘿啊，啊，较早吼有真少人为生囝难产过身，所以这个专门拜个难产死亡的。来，哎呦，过来，你要看嘛？这披萨，啊这化合面包有看到无？红酒，这个拜个迄个法国人，台湾吼，较早1624年开始，一时啊荷兰人，一时啊西班牙人，一时啊法国人，所以这就是啊拜个西洋鬼。啊，这
有对啊，这米寿汤啦，米寿啊，这吼迄个寿司、沙西米。日本人，这摆日本人的，嘿，啊，佫有囡仔铺，你有注意到，这种囡仔的玩具、囡仔物件，因为较早有一个囡仔来不及长大，夭折，啊，咱就想着讲，遐囡仔伊无路甲大人抢，你看台湾人看偌有爱心，专门办一个囡仔铺，就是要拜遐夭折啊，迄个囡仔，就是安尼。哦，这是迄个咱台湾，这是悲天悯人啦，有贵无重要，迄款慈悲的心较重要。最后。跳上位上高，那顾名思义，上高就是上招高分压贵，啊好高呢？好高就吃相难看啊！你甲高分压贵共款啊，甲高分压贵共款抢食个好高啊！好，来上高上招高分压贵，上来上，叫你们叫市长去上，市长去上，当时错走，后壁啊，你看这什么意思？五色旗哦，这是彩虹旗呢。这代表啥？五营兵将，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五营兵将后壁政报部队头上称军，将会甲你上招，要走无？你若唔走，后壁政报部队就来啊，就是安尼。哦，这个上高上招高分压贵，啊有一寡高分压贵带着不走，最后是高，叫做抢高。抢高就是强制驱离，已经甲你上啊，你佫唔走，那就强制驱离啊，哦安尼。哦，所以过去呢，普渡了一定要唱歌，好啊，到了吼，是安啦，历代政府禁止了，是安啦，不一样，嘿，因为咱知影，这顶管拢白啥？有油，飞到遮，袂记啵漂移，对吧？像安尼飞到遮，你看爱伫遐翻起，这较困难，伫遮爱甲翻起，你要飞顶管的，对吧？啊，一直飞到倒去啊，飞到上顶管，抢这个鱼啊，所以呢，常常发生意外，所以后来。日本政府禁，清朝禁，国民政府嘛禁，对啊，危险嘛，定啊，大概都有发生意外，哦，就是安尼，哦，这个唱歌强制驱离，这是规程就要结束。过来到中秋，哦，中秋节咱台湾咧拜啥？拜托你讲，毋是拜月亮哦，咱台湾无拜月亮啦，咱台湾咧中秋拜，托你讲，哎，你有注意哦，托你讲生辰两摆。2月初7、8月15，因为啥啦？古早时代社稷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啊个社为土地之神。分做春夏秋冬，春天的是雨后，秋天的是暴温。春天就是2月初7，秋天暴温就是8月15，所以生日就改啊。哦，安尼好，捌看过这个无？有看过。大家可能看袂到的吼。这个土地公怪，要土地公做乖啊，因为天意大吼。爱春蚕尾，春蚕头蚕尾，新的民俗就是烤肉。你细汉是中秋节到烤肉，无啦，这叫2、3年才形成的。中秋节烤肉谁发明的？万家香发明。哎呀，即摆啊行吧，安尼吼。过来到当节啊，当节迄刚好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过来就逐渐的回来，就冬至一阳生。好啊，我们阳气要回升了，咱过去观念的天元。地方，所以用天的元来代表阳气回升，吼。当然，伊也是来加树会知吼。所以呢，有年纪先莫食，吼。咱从冻龄，然后安尼。好，过来买艺，做生意人前15拢叫做爱做艺啊。啥叫做艺？啥人爱做片啊，做老师。这个艺，伊意思是商人，所以牙行的商行，牙人的商人，牙税就是营利所得税。所以做生意就是牙的意思，吼。好，最后该做艺叫买艺，决定员工去了，知影无？用鸡头甲对着，表示迄个员工用开除。谁人用鸡头，谁人用猪头？猪头伤贵哦，毋是猪头伤大粒，迄对着就几百拢免。鸡迄个目标比较明显。毋是安尼啦，鸡台语来讲，鸡啥意思？鸡出来。鸡啊，你鸡出来，你这条鸡出来，知影？鸡出来，鸡吼。所以呢，食尾鸡心啊，食尾鸡面有，食头尾咧追求。食尾鸡心，毋知鸡唔知叫用开猪无？鸡头对小也毋知咧，对无？安尼，哦，这是尾鸡最后一个节日。过来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真重要是啥？因为伊安慰人心，吼啊，这个心灵一定要存在。我嘛毋知神明有存在无，但是你若去行妈祖这场，你看到路边跪遐等妈祖，遐等2、3点钟，看到妈祖一到，看到妈祖叫到就开始哭到安尼吼，
我就相信讲妈祖一定爱存在。妈祖无存在吼，人生了一定会崩溃的。恁阿嬷嘛会崩溃的，因为伊的心内无依无我，所以我相信妈祖一定会存在吼。无因为太侪人需要伊啦，吼，所以呢，这人需要妈祖，对吧？妈祖心灵才来存在，伊得咧安慰人心啦。我定常讲出话，相信政府不如相信妈祖。政府会给你失望，妈祖会给你信心跟希望。哦，过来为何人社会正义？咱拢相信人咧做，啊，你若相信你唔敢做歹代志啊。我就是相信人咧做天理看，所以我上恶劣的代志，我上介严重就是违反2段式周转。过来我就唔敢做的，我惊报应。所有宗教拢我咧甲你讲，神老是有因果，啊，唔是无报。啊，你好人上天堂，歹人落地啦，对。咱来相信啊，啊，若无做好人甲歹人有啥物差别？好人最后爱死，啊，歹人嘞，爱死，安尼我当做好人啊，对无？若是无迄报应无啥，安尼我从小就立志当坏人。好人看侪伤过侪，袂使共骗，袂使共怪，袂使安怎爱做好心好用，做歹人我啥拢会使做啊，对吧？所以咱应该相信这，吼，若无社会乱，吼，安尼，好，这个人，因会去找张老师无？恁阿嬷心内不足艰苦会找张老师无？袂有，恁阿嬷会敲电话生命线无？袂有，啊，恁阿嬷心内艰苦要找啥？找神明啊，当然不一定妈祖啦，你找上帝嘛，共款啦，对无？吼。伊会甲心灵讲心内有准，所以恁阿嬷拢袂着抑郁症，因为伊逐工咧睡念，哈，拢睡念，啊，你会着抑郁症就是你无念，哎，就是安尼。所以这人需要妈祖，这人需要心灵。你看卖，因遐这个囡仔可能就唔知有问题，对无？妈妈会老，囡仔会大，后摆要安怎？要甲唱歌？伊即摆袂使当大家嘛，这嘛共款啊，这是白刷倒咧啦。这个囡仔爱慕。爸爸唔知要安怎，你讲要安怎？啊，所以就是你啊，要互妈祖弄着啊，对吧？啊无伊唔知要安怎啊，哦，所以你沿路拢有拄到即种的，啊，拢有拄到即种。宗教信仰话你啥？希望、信心。这个囡仔最后嘛，跳伊，最后伊嘛是，这个妹妹，前2年嘛死啊，但是吼，伊爸爸嘛放下，是安尼，因为连妈祖嘛无法度，连神明嘛无法度，你嘛只会当接受嘛，对无？啊，你若无安尼做，你永远就有遗憾。你若照顾了无好，再留感情，哈，安尼啊。所以因遮人需要妈祖，你看没？这是别说多嘛，嘿。安塞这样的少年，啊，车祸植物人，你讲做太太面啦，即世人要来过啊，对吧？所以只有祈求神明保庇啊，哦，来发生一寡奇迹，啊，无要安怎？嘿，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宗教信仰会重要，毋是你啊，毋是讨论神明有存在无存在，迄无重要啦。吼，安尼，啊，这神界老大叫天公，第2个天地水、天地水叫三界公，这是咱台湾上重要啊。妈祖，台湾强国的妈妈，所以你也看卖这个型，有甲恁母做共的无？这个恁母就这个型啦，哦，就是安尼，哦，妈祖叫啥名？对啊，完全错误。宋元明3代哦，宋元明3代叫做米酒林氏路。古早时代查某囡仔连名嘛无，米酒林氏路，米酒姓林的查某囡仔，我也知安尼尔。啊，妈祖叫林某娘清朝了后，讲伊出世了后，一个外话拢无考，叫林某娘。恁听着有袂？这个告诉你，讲妈祖出世，个外话拢无考，到尾叫林某，对吧？美国迄个是出世了，一直食番麦，一直食番麦，一直食番麦，到尾叫林肯。妈祖属于什么教？不是融合佛教跟道教，叫做民间信仰。咱台湾上侪人信的，叫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就是什么死人骨头拢拜，恁母也是妈祖也拜，佛祖也拜，观世音也拜，什么死人骨头拢拜咯，迄叫民间信仰。好，安尼好。那妈祖信仰是海有文化表，会代表嘛？所以中国内陆就无妈祖嘛，对吧？你中国来内陆就讲妈祖，也毋知呼子妈祖，对。伊反映着汉人的移民数啦，哦，啊，宗教是人民心灵的寄托，所以这是我的名言，相信政府不如相信妈祖嘛，嘿，安尼，哦，啊，妈祖的风格呢，伫上开始是伫夫人，封到清朝康熙年间封做天后，虽然台湾的妈祖庙拢叫啥个天后庙，但是官方封做天后，咱民俗是叫天后，咱叫妈祖婆啊，对无？是不是安尼？嘿啊。这边有甲天后啥无关系，甲啥无共，变做家人。妈祖、妈妈、阿嬷，
妈祖婆对无？天上圣母，天顶的妈妈嘛，所以就是咱的妈妈，对安尼。哦，台湾的妈祖有分身，林某娘，大家嘛进京就是大家的林某娘，去新港找林某娘。沿路拄着足侪林某娘，沿路拢林某娘出来迎接，安尼。哦，这个分身啦嘿，哦，分身大马、二马、三马，这个分身。哦，所以呢，佫有面手改变，对吧？比如讲公司开无啥红面，哦，啊，若要辟邪掠妖呢，乌面啊，哦，对，这佫有分工哦。大马是即阵电，二马食面，三马出钱。大马顶电踮咧厝诶无出门啊，顶电；二马食面无代志做。副市长啥你敢知？我毋知，我毋知副市长。你错啊，我来知你错。副总统在干嘛我都不知道。食面，三马出钱，因为民众来请妈祖，拢请三马，所以三马出钱。后这是大家嘛，大马顶电，二马食面，三马爱人跟迄落，跟真样啊，对吧？四马杨家村，四马讲精通医理，民众啦破病拢去求四马，然后你液体做下一边木屑放药内底做药引，哦，做杨家村，好，这是迄落中华的南苗马。大马爱食鸡，因为踮咧厝拢无出门，所以鸡肉拢会食的。二马爱玩鸡，中华人上爱做什么代志？唱调啊！你要唱，我问你唱会安怎？玩鸡啊，对无？三马爱撩溪，较早还袂使咧大条撩溪啊，爱撩溪落水溪，即摆搁咧撩咧，今年就撩啊，嘿啊，今年我有对伊撩啊，哦，3年一届啊，就爱撩溪啊，这咱们讲的妈祖，啊，这呢未撩的妈祖。大马顶电，二马引嘞，所以隔壁厝咧找二马。三马外现一感觉拢人请出去外口出差。四马出钱，你若讲闹鬼啦、辟邪、掠妖，迄种震爆任务都要请四马。所以你看，每一个妈祖拢有分工，安尼。哦，这是妈祖甲天后无共，咱甲妈祖当作是咱的亲人，咱的妈妈。哦，阮姓林的有特权咯，阮叫妈祖叫做高不祖。阮母个拢定来讲不要紧，所有代志随妈祖就对，因为姓林的妈祖顾囝孙，所以咱有发生什么危险，咱叫妈祖来救我，妈祖就来看我姓林随家丢走，有闲才倒来救伊，所以若发生危险，离我较近的，较安全。但你若毋是姓林，你若姓李，你就袂当叫妈祖，你拢叫三太子。三太子就你姓李先来救走，有闲才倒来救我，安尼咯，上惨是姓罗啊，迄款无，无是名姓罗啊，就等死啦。好啦，好，总讲一句，妈祖对咱台湾人共同的妈妈，所以像咱妈祖遮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有心内有话会找妈祖讲，妈祖过来就是伊的心情真济啦，神迹就是神明的业绩，好，妈祖接早大家听过？这毋是关岛妈嘛有啊，足侪妈祖拢接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空袭拍台湾，空袭台湾，结果迄个美军飞行机伫空中投迄个炸弹时，看到妈祖徛伫云中，看到这个炸弹神着放涂骹，就变成未爆弹，是吧？这是迄个中华，这运动弄这个故事。台北嘛有啊，妈祖接炸弹，各位相信吗？不相信啊？相信啊，就是。对。妈祖如果会接炸弹，咱就免讲编国防预算了，咱就批评了，对吧？但是现在有全台湾拢有这条船，代表民心不安，社会集体焦虑，集体的焦虑啦。即摆中国伫沿海部署飞弹1000几粒，你感觉不安无？你都唔知，你有麻木啊？恁有相信咱英勇的三军一定可以打败万恶的暴徒？我嘛无相信，恁要安怎？你若会担心啦，你若个不相信英勇的三军，那只能寄望妈祖了，对吧？所以伊反映我的社会不安，就是安尼。好，那台湾的妈祖，当然李美洲来，问题呢，来到400年了，伊3日本土化，天妃迄种内底妈祖28岁去得成天，所以这大陆的妈祖拢少年，孝母形象，没有结婚。台湾的妈，这是大陆的妈祖，天上仙都没关，这美洲的啦。但是你台湾看到这个，你绝对袂就是这叫妈祖，你一定叫做后宫甄嬛。台湾的妈祖唔是生做形，台湾的妈祖生做形啊，对不？这个形就是妈祖，这是咱台湾的妈祖。比较者，大陆的妈祖孝母，台湾的妈祖河马上，两个所在。
嘿，安尼，啊，现在来台湾变老，要变肥，哦，食较好，原来如此，因为咱是根据妈妈的形象，妈妈的形象，生少年就无像妈妈，生少年变做是隔壁的邻家的小姑娘、小姐，哦，安尼，哦。 过来，台湾的妈祖，伊的业务无限扩张。恁母啊，敢为着行船咱去拜妈祖？毋是为了，毋是为了出海嘛？啊是为了落海嘛？恁母啊落海可能先头吧。即摆台湾的妈祖你看，什么代志拢找妈祖，哦，颠倒甲海无关系啊。哦，所以伊变做，伊的海神已经变做是全能之神啊。 哦，所以无加关系，安尼。好，第二个要介绍叫王爷啊，王爷咧都讲瘟神信仰嘛，现在地府上介重要。哦，台湾的庙宇上济是啥？土地公，第二个王爷公，第二是王爷公哦。好，王爷公是啥？什么富千水款？上出名就是五富千水嘛，对吧？五富千水。好，那这王爷甲妈祖都无共，妈祖是妈妈的象征，王爷叫一个西面，对吧？好，啊好，爱好喜欢拢生肖歹看，为什么生肖歹看？ 对啊，伊的对象是啥？瘟疫啊，对吧？所以迄种个生到咧买鸡鸡啊，啊，瘟疫才会惊吼，安尼啊，王船就是王爷信仰的代表的可以，就是王船就是王爷啊，要压遐个瘟疫离开的船叫王船，吼，所以人讲是王船，今伊就有啊，吼，安尼啊，这个神明上济是土地公，等于是咱的啥李长伯啊，就是咱的李长伯啊，吼，啊土地公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摕元宝摕注意的，迄是生理用牌。啊，若田头田尾土地公，还是王仔堡土地公是野怪啊，这是无共的吼。好，那一般地官为无啊，这个地上地官无溜水流，溜水流，恁遐土地公若是地官无，表示恁迄个所在一定出过什么老人，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吼，这是迄个中华会大土地公，地官无是因为当地出一个禁书。 真为真，哦，啊，阮依然迄落禁书里的迄落土地公，原来地官无，因为当地出了阮依然一个禁书尔，叫做杨世芳，啊，杨世芳吼，听讲较早伫未考了禁书进前的，伫种田，伊大概种田是拢种田都爱规个田地插秧嘛，啊无就除草嘛，大概规个田地伫遐除草啊啥物，对面土地公即款历来禁书竟然向我下跪，伊若毋敢坐，伊就随徛起来。 哦，随看看，一直等甲伊种田种到了一个话到遐。所以阮依然如果俗语讲吼，养老爷拜土地，养老爷就杨树芳拜土地，搁咧袂砍树。嘿，我即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讲，小等下过了后，恁就等于恁的迄落，家己的迄落土地公庙遐拜看卖，你甲跪看卖，你若跪着，恁的土地公随徛起来，表示你后头说法。啊，你若跪着，恁的土地公完全无反应，表示你无三小路用。 哦，这个看到讲你后摆是有出息的这个方向。哦啊，来过来，这是迄个先天上帝，北极星崇拜，北极星崇拜，卡达乌爪，因为北极星生什么形？勺子王，勺子1、2、3、4乌，倒来就是爪，啊，就是化为人格化了，卡达乌爪，听讲伊本来就是太低的，对无？到尾感觉不做个心中走去提笔切腹自杀，对无？ 嘿，得道升天，结果伊的胃化作牛精，伊的肠啊化作蛇精。伊若去啊李路边借一包宝剑，收服蛇精、牛精，所以伊即摆作用拢是骹踏虎蛇，手提宝剑。啊，李路边拢排剑，较无排剑，就是叫借个这个。哦，这是咱地下县长，哦，地下市长啊，叫城隍爷。所以城隍庙等于是古早的衙门，嘿，所以城隍庙拢真大间啊，真细间，真细间。 光明亮丽啊，阴森森，阴森森啊，制造恐怖气氛。两边七爷八爷牛头马面对吧？就话好，你来了，看你要敢做歹代志咯。嘿，安尼，好，啊，迄内底迄落七爷八爷就是神神嘛，牛头马面就是法神嘛，一个面乌，一个面白，迄像，我袂讲滚了。阴阳师啊，就是检察官嘛，哦，啊，文判武判就是即摆法官嘛。 所以完全比照迄个法院办理啊，哦，安尼好，这是观世音菩萨，上早是这个形，双马同神，这个形哦，这件代志莫甲你母啊讲，袂记伊会问你讲拜四拜拜两只尾，到尾拟人化了后，这是婆罗门教内底双马同神，到尾佛教神力也变做这个形，
码头观音，查甫查某，查甫的。到这个隋唐时代，应观众要求，变成查某，应观众要求安尼，啊，这观世音菩萨，哦，安尼，好，保守大地，台湾的医神，三百个好道理呢，济公，台湾的济公的信仰是当时开始，大家乐了，好，这是台湾最少的飙车族，三太子，啊，三太子，三太子即摆离婚跳电音嘛，三太子会使跳电音，妈祖会使无？会哦。你个妈祖跳电音，你跳起来，你叫我信号会清楚啊。王爷公嘛袂使啦，我伊会使尔，为啥物？伊啊，我伊会使尔，伊会使迄种戴墨镜个溜滑板呢，安尼。好，情人的克星，捌听过？嘿啊，回文上济嘛，对无？哦，听讲吼，伊伫追求观世音菩萨，伫目沙一路一直上涨甲淡水去，观世音菩萨感觉足烦，提神出一个出一条河出来。叫淡水河，这边叫观音山，啊，伊这边海袂着，因为大家拢失败，所以咯，拄着迄落人迄个情人哦，感情好，伊想要讲分开，所以你若对恁后生恁对恁查某囝交往的对象，感觉无满意咩？所以你指南宫拜，他会保佑你们无痛自然分手，而且不会受到报复。安尼好，过来大群的守护神，漳州人拜开漳信号。清水祖师这是安溪啦，吼，三峡就安溪啊，吼，好，三山国王，客家话，吼，好，啊，个行业守护神，吼，这文昌帝君，啥来拜？考生。对，你们要考研究所去拜迄个祝生娘娘，等下落网上个怀孕，看见没？啊，拜物件都有特殊呢，菜头、菠菜头、芹菜、肠啊、葱米，菇啊甲杂。高壮，包啊甲啥？高壮，啥来油？加油，加油，对吧？啊，袂使拜啥？你袂使拜阿伦，袂使拜阿姑，袂使拜苏桃，嘛袂使拜鱼啊，你讲拜鱼，哦，所以要这注意哦，好，过来特殊行业拜啥？礼拜，啊，餐厅拜迄个灶君，哦，啊，即摆新兴行业嘛，新兴的守护神，报是班拜女娲娘娘。香港的你挖补天，天都能够补了，你的英文跟数学算什么？真心业者拜那个如来佛了，想做？伊上头就两头嘛，上上头两头如来佛。孙悟空啊，照了做袂去哦，好，啊，这刺青业者被人拜列位物啊。第一部的刺青作品跟精忠报国的形象，搁写了标题才出得差。旅行社拜空主，财主街大队拜梦想。好啊，过来中高高一呢，比如讲像进香就是去外地拜会，绕境就是设咱的砖头，吼啊挂火啊。挂香就是去分灵跟祖庙卡迄个香菇，哦，所以这是无共的。暗访就是暗时啊出来，暗访就是一清专案扫黑行动，所以绕境进香挂火暗访是无共的哦。搁一款叫跪炉，跪炉就是更换炉主，就讲新明无厝啊，新明无庙哦。今年住倒位，恁去跋炉主跋着住恁兜，明年换大都去跋叫跪炉，所以我拄仔讲的这拢是无共的物件，哦，安尼。那进香活动上大是这。大家妈祖进香，非常可怕，人非常多。去俗业，三位香妈祖，每到农历3月妈祖生辰时，全台吹起的妈祖热潮，不是热恋2个字就可以形容的。好，来过来，这是迎接妈祖的泡茶店，先要创啥子？互妈祖行到遮，我多行啊。你遮这个砖头顶5分钟，迄个砖头顶5分钟，咱爱互伊停久久20分，咱搁变搁一泡啊。放到妈祖连叮当无落叮当，哦，这就是要互妈祖留遐，哦，安尼过来软摇骹，对无？软摇骹拍个路的，互妈祖心中2回，你捌2回无？捌吼，即摆真侪迄个台北爽吼，包围咱车底软摇骹，软摇骹本来是下关的方式，就是讲要互妈祖跪骹，表示妈祖足伟大，我足卑微。啊，即摆无共，即摆变做祈求平安，吼！啊，软脚骹呢，有几个禁忌啦，吼！如果有新的查某人袂使软，因为内底有八卦，会去伤人。
第二无清气想袂使两办丧事啦，啥迄款的吼。过来，迄落摕这物件就袂使两。摕王爷夫人等于互妈祖弄几块，这轮着吼，这无不行。大口袋袂使两。过来，得叫因，去和妈祖提对，所有物件吼，只要跟妈祖神叫产生接触，拢变做神圣的象征哦。所以呢，你要干嘛？要求抢就灵啦。我后生是抢一张加一分啦，但是不要为了一分付出生命的代价。哦，过来摕红丝线，我讲过，哦，本来是白底卡，即摆变做白咧家己手。哦，最主要互你信心，互你自信，就是安尼尔。哦，安尼。好，这白沙屯妈祖，这几年哦，愈来愈侪，今年超过10万人，太可怕了。10年前是3000几个，今年超过10万，你想看卖？这太可怕，因为啥？上有特色，啥有特色？这个新桥引导路线拢无共，行到路口又开始掠海咧咯，掠一遍。10年行路线拢无共，所以大家妈祖，你通讲后一站咱先来去后一站等你，这后一站你都会唔知。你倒去休困唔知，你行倒一条路唔知，啥拢唔知，你有看卖？所以咧，爱比你爱对好条，你对不条，马上叫妈祖给你医治。旧年就是安尼啊，我去加油站上个厕所出来，妈祖来，你就嘛无来做，嘿，咱路数安尼啊，你看，行的路你看卖，这啥？你田路啊，这不是路啊，你呐？嘿啊，你有看卖？今年行4边，行4边呢，要不要开罚单？不能开罚单，因为林默不会签收。过来，1978到了明年了解落水溪，直接甲你了解。平时叫你了落水溪，你敢敢？唔敢，阿妈说要了变怎？好啦，对了变怎？无你有被遗弃哦，嘿安尼，好阿姐，这大卖场啊，无啊，这前年呐，啊唔知买一边遐创的我唔知，啊。妈祖就突然间弄入去前年，后壁咱2-3万人对于前年，惊一年出来了后3万拢无买咧。前年生意毋捌遐好过，但是拢无买物件，就入去啊，安尼啊，安尼加油站啊，新桥内面加油，免去加油站创我嘛唔知，就是安，所以要去倒拢唔知，去警察局，过哈，伊检查看有学生了划手机无，安尼啦，所以出头有够济啦，嘛唔知讲过来要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对这个白沙屯妈祖有一个特色要求有够刺激的，因为你永远唔知当唔知要去倒食饭嘛唔知，当时要休困嘛唔知，会发生啥物代志拢唔知，是毋是迄落断电，还是讲了唔对话？这你看这你看嘛，这人规家伙拢咧困啊，你知道吗？IT 门拢落来，拢咧困啊啦！忽然间我听到，奇怪，有人口人去弄门，你来门一开落，哇，靠腰妈祖来啊！你看嘛，即摆门拍开啊！你来看迄厝主哦，足惊吓，毋知要安怎。半暝3更叫弄门啊！你看容易啊！厝头去厝主你遮啦，毋知要安怎搞。我跟你讲哦，妈祖弄入来，迄无可怕，上可怕是后壁有3-4万人咧，看你穿几啊内裤了，伊毋知要安怎，安尼，所以这上楼，伊不能条路，你知道？这叫翻墙，直接就给你翻上去，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妈祖足顽皮的，安尼，这啥啊？伊突然间弄一个砖头，这你看，这样，这电头章啊，电咱一看妈祖来，当然安怎？用塑胶盒去包起来，拜完妈祖之后开始继续练，这就是安尼要看卖，这是上出名的，2年前地心世界嘛，规遐咧等妈祖相边啊连停了袂停，就是安尼，大家拢足爽的对讲妈祖还是比法官较严厉，安尼，安尼，过来北港爷妈祖伊特色，这个艺果，你看这顶悬的艺果，这顶悬伫遐游行咧游规工，看了偌济。无钱，爱交钱安尼，爱交钱哦，你爱交钱哦。这装置费用谁爱出？家长爱出。你无想过同我领钱？因为那时候是内带儿童，我咧想讲安尼，我规工我穿古装做，甲要死，搁伫遐游一工，游到尾大家因拢困，你知道吗？伊讲安尼有算内带儿童，我问迄家长讲，你安尼有算内带儿童？你拢毋知？囡仔坐转来，坐几工转来，拢袂差。
差嘛一工尔。用粉面啊，粉面就袂差。好啊，另外一个北港就是食泡，食泡你看卖，每一个新桥拢会食泡，泡啊公家呢，你看卖，这台湾人哦嘿，看出来，这毋是非洲的吼，这台湾人泡啊食了了，变安尼嘛，早起出来也安尼啦，到暗时当我变好少年啦，迄个食泡的结果啦，会效果就是安尼，过来咱来看民间俗事，民间禁忌真侪禁忌，这是咱观光遵守的，过来。这有啊无真诶假无重要，就是讲咱共同遵守一寡禁忌啦，过来占卜巫术这样，相命啥，这个其实足重要的安抚心灵嘛，谁来去相命？感觉好安嘛，对无？嘿，相命拢安尼讲，算命无保，食水就无，你知影？一定讲你后摆大富大贵，你这个代志会解决，伊袂讲你死定，你无可能先讲你去死吧，你不可能成功，伊袂安尼讲嘛，对吧？你安尼讲都用个冰岛嘛，对吧？所以心理安抚，而且呢，依照嘛共款，宝贝抽签，对，这就是安尼啦，形成一个心理安定。宝贝嘛共款啊，宝贝就是上过几率就是偌济50%，无上过几率偌悬25%，佫25%笑袂，所以这个加强自信。你要考研究所，迄宝贝偌济上过是不是佫有自信？你已经先决定要考研究所，再去报备对无？若报无备，你会歹考无？袂，你另外佫问，甚至爱补习，佫报咧，又佫毋是，到尾啥咯？佫报咧，甚至爱用功读书才考得上研究所，无对。妈祖交代，用功读书才考得上研究所，对。就是无备安怎，无甲上备为止嘛。即摆我即摆带迄个我阮母也报备挂着，即个我袂，阮母也报备挂着。阮妈妈已经知影我甲伊交往，毋知去问讲，阮囝甲迄个交往过无看卖着，想买着足欢喜个。阮母也敢会无来无去走去庙里讲，阮囝带林志玲好，甲无看卖。但你若想要看要安怎就好。所以所有大尾拢共款，就是你已经决定啊，然后去创啊，加强信心嘛，对吧？这就是安尼，所以请多利用，安尼。好，抽签嘛共款啊，签诗的拢安怎写？讲即件代志总是解决。无一个相机讲你完蛋，你毁了，你不用玩了啦，对吧？袂安下嘛，所以赶快寻求一个心理安定，有钱嘛赶快啦，会不会吃错药？保证吃错药，你讲保证吃错药，但是呢，袂去食西洋药拢是啦，药性温和的，什么保济丸啦、龙角散、香港卡食保济丸嘛不要紧啦，目睭疼食保济丸不要紧啦，对吧？喙齿疼食保济丸嘛不要紧啦，最主要是心理治疗，所以你免烦恼讲。毋知延误就医无？你若发生车祸，救护车会送你去倒？伊会送你去妈祖庙无？袂嘛，都还好嘛安尼好，这超人机，看起来血淋淋，迄袂要紧，你做伊超要紧。你看袂顶管弄白红线，啥咧白红丝啊？才不会弄太深。扑落时较袂较深啊，对，一定要白红线，无咧剁我调着。对啊，你看超人机超的部位在位啊，额头、舌头、颊，对吧？背对吧？上这是这，他会不会拿着七星剑往心脏一插？安尼安怎？也是，安尼。好，安尼，过来关录音，这蛮民俗。关录音去云南找蒙古这个亲人，会去参加关录音，伊本身相信啊，无相信？相信你再提。然后伊会接受催眠暗示，向前行，对无？你有看到什么石头桥无？你有看到一条河无？我是甲你创，你暗示嘛。你即摆要去做你关录音要去找恁阿公，你心内想啥？想阿公的形象，你会想我无？你想我要死哦？对，因为你相信，所以你会被催眠，安尼啦，过来看梦若真诶，咱就免紧张叫，咱就看梦叫就好啊，你知？什么暗门拢看对无？但是伊诶目的就是抚慰遗族的伤痛，就是安尼，伊会甲伊讲，你遮住了真好，伊即摆已经看到恁死去的阿祖啦啥，家人放心，就是安尼尔。所以这个不要去问真的还是假的啦，嘿。好，那个建议就讲，咱过去台湾这民俗、这文化都是安尼，用西化甲中国化，咱拢无长江黄河，什么长白山、正母暗沙岛，结果小琉球你就讲毋知安尼啦，安尼，伫课本内底无甲咱教这，拢无甲咱教这，所以你讲伊讲伊个无讲，伊连那什么真母，伊是淡水河真母是毋知，伊迄个幼花拉底河甲底格里斯人都知，这足奇怪。
什么正午暗杀岛，迄个离我远啊，伊我唔知啦，安尼啦，这过去咱了，知影汉南蒙回战苗瑶，日耳曼民族要不杀克逊，结果平埔族伊唔知啊，即跟咱的教育过去是安尼，咱上无毛咧，我音乐课敢有教过南管北管，嘛无啊，所以咱即摆真侪人讲南管北管是啥？南边的水管跟北边的水管，对吧？所以这物件拢无伫课本内底，所以咱对家己愈亲近的物件，就感觉愈兴奋，就是安尼，民族英雄，国父蒋公，大个关市嘛有啥物中正路、中山路，对吧？这哪里吧？这大也是啊，啊，这蒋渭水啊，这大聪明啊，这对台湾上真大贡献。咱大家上拢看到这，咱毋捌看到这人，对无？这个这虽然是外国人，巴克里、马街啊，咱中华人讲南门有妈祖经，西门有兰医生啦，兰医生兰大卫，切肤之爱啊，这呢，八田礼仪啊，你看嘉南大军对咱台湾的农业看外大贡献，结果咱拢甲忽略掉，拢甲袂记，这戴仁寿，乐山疗养院的，要等于。加拿大募款，存伫半中，家己发现家己已经着毛肠炎，伊知影家己稳死的，甲孙女讲，我若死了后，你甲我的尸体带转去我的故乡。孙女我讲，你的故乡是加拿大的倒一省？伊讲毋是哦，我的故乡伫台湾。这个人是毋是比咱台湾人搁爱台湾？结果咱课本内底无讲到这个人的，安尼对吧？丁武贤对吧？大家拢会晓唱伊的歌，四月人舞，对吧？这陈澄波，这个人颠倒无伫咱的教育课本内底，所以咱要求就是安尼，对你愈亲近的物件，你感觉愈兴奋，你看，咱过去就是安，对家己的本土文化感觉足无水准的，迄个北家强，迄个不良帮派，若有音乐就爱学钢琴、学小提琴，袂去学胡琴嘛，对不？学口香糖很酷，学槟榔很没水准，一样做脸部运动啊，对吧？咱用中国的文化来解说台湾文化，过年又来讲改年兽，对吧？咱今日若莫讲迄个颠倒的故事，你可能还讲捌听，对吧？端午节就是为了要纪念7月，你等下问你阿嬷讲，肉粽是毋是为了要纪念7月，对吧？上造型怎么接在是只有中国的嘛？结婚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咱台湾敢安尼？毋是呢，咱台湾新郎新娘入门的是大做伙家人一定要回礼，若无会对笑，你有注意到无？你大家大我小我全部拢爱回礼咧，无后盖伊新娘入门看到大家，后盖大家就对笑。所以讲，我结婚的是阮嫂啊、阮姊啊、阮母啊，拢美的方方都弄拿出来。嘿啊，这就用迄个中国去解说台湾，所以伊拢袂记讲文化，每一个文化拢有个差异性，就是安尼。当然毋是所有民俗拢爱保存，什么犀鸟吊起头、犀狗放水头，这敢要保存？你保存这要死哦，对无？什么白卡啦，什么放枪，这咱若嘛知影这毋对嘛？这民俗，这无好的民俗就是洋气，烧香、烧金纸，烧愈济死愈紧嘛。但是你袂使叫伊卖烧，你叫伊讲减量。本来举一百，即摆举3支改1支，安尼啊？这个是有可能。你叫伊卖烧，伊干妈做就无多连接的啦。所以这个减量是有可能。性别歧视啊，对吧？查某袂使安怎，查某袂使安怎，但是有真侪这个民俗的性别歧视是因为阴阳概念，阴阳概念有查某属阴，所以很多民俗活动不能参加。过来保护女性，袂使唱歌，因为唱歌危险嘛；袂使跪会，因为跪会嘛危险，所以女性禁止参加，迄是保护女性，对吧？我刚刚讲过，什么胎神，你相信胎神吗？一定要相信的，相信之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做家事啦，就是产妇、孕妇能够充分利用就是安尼啊，所以有真侪民俗你莫一看这种迷信，伊内底拢伊的迄个原因啦，安尼好。保护这个传统文化就讲，咱来按爱认同啦。恁知影我学生是迄个5日前几工报纸才看出来，食肉粽加1分，你若当咧厝包肉粽加4分，若食圆仔加1分，你当咧厝酥圆仔加4分。咱要鼓励是食圆仔甲食肉粽，是你当咧厝的人同齐完成迄件代志，迄个过程比
啊，无你食肉粽较简单，你去7买就好啊，你啊，对无？食圆啊，你落去桂冠汤圆一盒是5块尔，你啦。咱来毋是食，是含家人同齐完成迄件代志。因为你去做的时阵，表示你认同，你即摆你传承这传统的物件。啊，若无的话，到时这物件拢会无去，拢会有去。吼，啊，参加美商嘛同款，参加是你著毋是观众啊。你听我讲，你是听众。你看电视转播，你叫观众；你若落去行，你叫进游客。哦，迄角色是无共的。所以呢，这物件谁来参与是有影呢？所以呢，明年马祖进场时，你免惊9天嘛，你惊9天一定死落去的嘛。对不？咱组织一个大甲妈祖进食团。哦，老食啊，变过，够好食。背包都装满满的。毋是，这足侪人提过，你叫你去问看卖就好啦。先看食偌济物件，你看，这个先来变了嘛，这个伊就是逐年拢参加的。哎，本来是讲为了要减肥啦，啊，到尾转来了后了了啊，发现无效，吼，安尼。啊，但是最主要是讲你去感受者，迄真情味，真正迄真情味。人讲定来讲，台湾上水的是人，真正你行迄落马祖进场的时，你就感觉台湾上水真正是人，嘿安尼。哦，遐人甲你完全无熟悉啊。以前那要供应迄个物件，现在要招你去斗困啊，就是安尼啊。哦，所以这参与啦吼，恢复咱传统的文化，啊，若无咱台湾的无文化。哦，好，歹势，超过一寡时间，好，感谢大家。多谢麦克。哦，多谢王慧老师今日这精彩的分享哦，就咱你看到这种演讲决定哦，啊，大家拢自头到尾一个哇，我拢无困难咧，拢无。对啊，而且今日演讲就是以早上尾老师的课嘛，是对咱咧听大家嘛去体验一下吼。啊，就是我感觉符合今日的主题，就是台语沙龙舞，咱希望就是李家科基金会、整个出版社，各有大教会，吼，咱在单位其实拢最关心台湾本土文化发展吼。尤其是今仔日咱对老师演讲内底发觉到讲，语言文化和民俗之间其实关系是足密的，就是讲咱若无去保存咱的本土文化，无去保存咱本土的语言，其实内底足侪古早的生活的经验，佮有智慧，其实我都透过语言来保存落来。所以有当时啊，拜拜了，唔知影咱怎讲对无？那少年仔要去拜庙去求神啊，唔知咱怎讲家己的父母话，吼啊，其实咱头即个宗教和民俗之间的关系就愈来愈远啊。所以我想这嘛是今日国文老师演讲，伊嘛是透过伊的分享的内容，和大家去分享这个概念啊，就是讲语言文化，佮有族群，吼，佮有咱的生活经验是合作伙的，是分别开的。啊，希望讲民俗文化其实是咱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吼，包括讲台语嘛是。好，所以简单的结论想到这吼，安哥再次介鼓励，掌声鼓励，谢谢。啊，另外就是讲，咱李家局基金会就是逐个月拢会举办一个台语沙龙，应该是逐个月头一个礼拜嘛，对无？所以若是大家落尾想要继续，就是follow咱的资讯吼，会当来到咱李家局基金会这个 Facebook。来企业站来follow吼，追踪咱的消息吼，佮有咱这个出版社嘛不时的分享这个活动的消息吼嘛，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咱的分析吼。就是咱除了 Facebook 以外 ，Line 吼顶面嘛有咱定期的公布咱的一寡新册，佮有活动的消息吼嘛，请大家多多支持。好，咱今日活动先到这结束吼，因为超过时间啦，再多谢大家今日的参与，多谢。